好，咁多謝大家咧，就喺呢一個嘅星期日晚同大家見面啦。Hello，你好，Manina。咁咧，如果大家聽到嘅 OK 啦，咁另外咧就一陣間我哋會開始啦個 PowerPoint，咁我哋都會睇睇嘅嗰個，即係大家見唔見到嘅。咁而家 share 俾大家，喺 share 嘅時候咧，問下大家食咗飯未啊？邊個食咗飯嘅打個二字俾我睇下，打個二字睇下啦。係啦，食咗嘢嘅話，好。好，咁而家我睇睇下，我就會 share 我嘅 screen 嘅，share screen，呢度啦，誒，未食飯，多謝你哋寶貴嘅時間嚇。咁今日咧又會即係其實每一次咧，我會同大家咧即係呢啲線上分享會嘅時候咧，都會有啲體驗式活動嘅。體驗式活動咧，即係話如果你有街行緊，你冇得體驗，所以大家咧最好預備一個安靜地方可以坐低啦。邊個而家喺安靜嘅地方坐低嘅，打個三字俾我睇好嘛？咁變咗應該我哋就可以咧。即係你會做到我要做嗰個活動，好，咁而家俾大家睇睇下，好，大家見到我個 PowerPoint 係咪？好啦，咁好啦，咁而家咧我就撳落去睇下大家見唔見到個轉啊？嗱，而家我轉咗第二頁、第三頁、第四頁、第五頁，好，翻上去第四頁、第三頁、第二頁、第一頁。我想問下咧，你哋睇唔睇到？睇到轉嘅話咧，打個三字俾我睇。睇到轉打個二字啦，打個二字俾我睇，咁我就知道你哋睇到啊，係啦，睇到嘛？睇到嘅打個二字俾我睇，如果冇轉到打個零字俾我睇，咁我先知道究竟睇唔睇到。係啦，啲朋友陸續入緊嚟啦。Hello，Isabel，哦，冇轉到係咪啊？好，咁你等等下，因為我個 PowerPoint 要睇下點樣轉下，等等下，睇唔到，OK，等等下，等等。係啦，多謝大家話俾我聽啦。咁就我要睇一個 PowerPoint，我就要俾大家睇到係轉嘅。等等下，係啦，咁有啲新朋友喺度啦。Isabel 你好嘛？有冇邊啲朋友咧係第一次見我㗎喺呢度？或者你話俾我聽咧，你喺邊度嚟啊？邊度見到？係咪電郵啊？通常都係。有冇人係唔知我係邊個咁，但係入咗嚟㗎？定係through 電郵嘅？如果你係 through 電郵嘅話，打一個五字俾我睇好嘛？你係 through 電郵知道，誒有個咁嘅分享會入嚟嘅喎，咁你打一個五字俾我睇，等我知道。好，咁咧而家咧我就再 share 下，係啦，咁啊好多謝大家啦，分別出嚟個分享會啦。我都知道咧，其實大家香港人咧特別就比較忙碌嘅，咁所以所以大家咧。我都知道咧，係要分別啲時間出嚟嘅。好，而家我睇睇個 share 個掣喺邊咧？share 掣喺邊嘅咧？share 點 share？頭先點 share？呢度 share 掣，OK，呢度啦。嗯，應該好啲啩，應該呢個。好，試下先。好，而家我轉咗嗰個嘅PowerPoint 嘅，大家又話俾我聽下，你見唔見到轉啊？一二三四五，見唔到嘅打個零，見到嘅打個八字俾我睇。我而家又轉緊個 PowerPoint 嘅，大家見唔見到？見到嘅打個八字，見唔到打個零字俾我睇，咁我就知道啦。唔該晒，零啊都係，OK，好，等等下，唔好意思，嗯，content only，desktop，PowerPoint，咁樣，PowerPoint 係咪呢個咧？呢個，OK，試下再，好啦，試多兩次應該得噶啦。好，而家咧我又轉咯喎，大家睇下，我而家轉一二三四五，見到個 PowerPoint 轉打個八字，見唔到嘅話打個零字俾我睇，好冇？
好，睇睇下。誒，都係零，好，應該最後呢個 OK 啦，我知道，應該係呢個 share。嗯，share 頭先係呢個，而家係呢個，應該係吓。OK，好，好，而家咧，2、3、4、5、4、5、1，見到個 PowerPoint 轉嘅話咧，打個八字；如果見唔到轉，打個零字俾我睇。哦，終於得啦，好多謝晒大家吓。好啦，咁啊啲朋友咧陸續入嚟啦，新朋友八啦，係咪見到個 PowerPoint 啊？咁好啦，咁而家我哋就開始啦。好多謝大家啦。大家再食咗飯未啊？因為陸續有朋友入嚟嘅。如果零就係代表未食啦，如果二就代表食咗，咁俾我知道。咁啊，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咧嚟呢一個嘅分享會咧，主題咧就係意識重塑，解鎖財富基因，重塑豐盛意識，從根源清理你嘅匱乏感，開啟你嘅財富飛躍。咁咧，其實每一次我嘅分享會咧，都會有啲嘅小活動同大家做，所以咧，如果大家我知道有啲人咧，佢就好想聽到個分享會啦，咁佢就可能會喺街啊食緊飯啊行緊街，咁咧如果你坐定定食緊飯聽到都 OK 嘅，但係如果你行緊街嘅話咧，最好咧就揾個地方安靜可以企一企定坐低。原因因為咧每一次分享會我都會有啲咧即場體驗式活動，咁如果你行住咧就冇辦法體驗啦。如果大家而家係 ready 喺一個安靜嘅地方，可以依間做體驗式活動嘅，打個三字俾我睇好唔好啊？OK，嗯。係啦，其他朋友可能係喺條街或者揸緊車，咁咧就大家可以預備啲時間啦。咁我首先咧都介紹下自己嚇。咁未介紹自己之前咧，大家會有對今日會有啲咩期待咧？我哋會透過呢三個嘅職場咧體驗式活動咧，幫助大家咧係體驗到你自己有無限潛能㗎。咁當你激活咗你潛能之後咧，會有啲乜嘢嘅事發生咧？咁如果喺財富上咧，大家見到啦，咁呢啲係我哋真實計劃參加者嘅案例嚟㗎。譬如Connie Choi 啦，咁佢一間都會你聽到佢親自嘅去分享佢自己個人嘅經歷啦。咁佢咧係由我哋嘅計劃裏面咧，其實好多嘅 trader 嘅，即係話做投資，即係嗰啲炒股票啊，港股啊、美股啊、美債啊、黃金啊、期權啊、Forex 啊、期指啊、cryptocurrency 啊等等。我哋有好多好多呢啲學生嘅，咁點解咧？原因就係咧，其實喺我自己體系裏面咧，有一個好強嘅地方就係訓練學生嘅直覺力。大家咧其實可能從來咧都冇乜聽過會訓練直覺力㗎，係啦。其實喺無論係我喺英語市場啦，定係中文市場咧，都係其實好少坊間有啲咁嘅訓練㗎。你試下 keyword 去打直覺力，其實你見唔到出邊有咁嘅訓練嘅。但我哋意識重塑咧最強嘅地方咧，其實就係讓我哋學員咧可以直覺力飛升。咁啊，其中譬如我哋有啲學員，大家都聽到一啲 case study 啦，或者你第一次入嚟未知道嘅話咧，我哋有學員咧，佢係好，我哋有啲係全職 trader 嚟嘅，可能6年啊、2年啊、3年啊咁，亦都有啲咧係有份工作或者有個生意，佢又有做 trade 咁樣。咁但係做 trade 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唔係好知個做 trade 法則嘅。咁如果你又有做 trade 嘅話咧，今日就有個好消息話俾你聽啦。原因咧就係因為喺意識重塑體系裏面咧，其實我哋除咗咧幫個參加者咧解鎖佢嘅直覺力，讓佢直覺力飛升之外，直覺力飛升咧，除咗係嗰啲短炒啦、短線投資啦，另外其實喺商業上咧都非常有用途㗎。所以如果你係老闆嘅話咧，你發現自己啲生意麻麻地啊，或者有好多係人事關係啊，或者生意上係棘咧，好多時候因為你做嘅決定咧，未必 align 你嘅直覺，係啦。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直覺力咧，可以運用喺商業上面啦、職場上面啦，同埋投資上面㗎。咁當然啦，而家就俾大家睇睇呢啲嘅少少嘅見證下結果分享咁啦。譬如我啲學員咧，佢即係一入嚟之後用2萬蚊美金做本啦，咁就喺50日之內咧就賺到100萬美金，而且喺佢6年生涯裏面咧，從來未試過賺100萬美金，佢喺17日已經賺咗一次，而且唔止一次添，佢仲咧係喺7個月之內咧賺咗2次，咁咧。另外亦都有即係同一個學員啦，其實佢最高峰嘅時候咧，每日係賺5萬蚊
嘅美金收入㗎，純利係5萬蚊嚇，因為做全職炒金係啦，就係美市金啦。咁佢想突破咧就突破唔到，原因咧就係因為家族基因、財富基因嗰度咧棘住咗佢啊，因為家族裡面有個記錄啦嚇，即係就係大家都知有漏財，各式其式唔同嘅漏財啦。咁當我哋咧幫佢移除咗呢個障礙之後咧，佢咧就分別有2個月咧賺100萬美金啦，而且咧連續10日超過10日咧係賺10萬蚊美金一日㗎。咁變咗賺10萬蚊美金咧可以成為一個新常態。但係佢之前未入計劃之前咧，佢6年嚟咧試過好多方面啦，譬如有啲人佢試過各式其式啊，打坐啊、冥想啦、命理啦、改電話號碼啦、風水全部都唔得嚇。咁咧，但係當你真係用科學化嘅方式激活你嘅無限潛能咧，其實就得啦。咁我哋好多你見到而家第一版呢一個見證咧，全部都係啲唔同嘅學生，佢哋都係喺做 trade 嘅成交。做 trade 嘅意思咧，即係嗰種啊，頭先講過啦，港股、美股、美債、期權、期指、黃金、cryptocurrency 啊、forex 等等呢啲嘅短炒或者短中線炒。咁當然話生意上都有㗎，譬如我哋有學員就係突破個人單日、單月、單星期，甚至人生最高收入記錄嚇喺佢嘅生意上面啦。咁你話如果我翻工嘅得唔得咧？翻工都得㗎喎，翻工都好多㗎喎，係啦，翻工就係無端端公司加佢人工啦嚇，或者係 bonus 係全人生最大啦等等。咁你見到咧呢啲就係我哋學員唔同嘅成果啦。譬如48天之內達到短期嘅目標，收入5萬蚊啦。咁呢個咧Joanne 咧其實係一位60歲以上嘅婆婆嚟嘅。咁所以有啲人就問我，Miss Carrie 啊，會唔會我年紀太大咧，或者我年紀太細咧？咁我哋嘅參加者咧，其實由23歲啦，到65至70歲都有㗎，係啦。咁其實主要咧就係你嘅決心，同埋你其實有無限潛能，你唔知幾時被激活嘅啫。咁啊，亦都有好多好多啦，即係賺唔同嘅錢啊！收入以嚟最高，即係有開業以嚟做老闆最高嘅收入記錄啊！跟住亦都有業主啦，我哋有幾個業主啦，就係完全以前就7個月先至租到一個單位出去嘅，咁而家咧一入咗嚟咧就2個月啊，或者係3個禮拜咁就租咗出去，仲要係好輕鬆容易賺錢嘅。咁亦都有學員就係佢免費顯發到一架 Tesla。如果大家去我 YouTube channel 咧，會見到呢一個見證，我哋直情坐喺架車度咧，就同其他學員一齊咧做咗個顯化儀式添嚇。咁我哋個學員就係咁佢想要架 Tesla Y 啦，就即係先生就覺得好貴，係啦，唔好換車住啦咁樣。咁佢個心就一路覺得有架 Tesla Y，佢好中意 Tesla Y。最後尾咧就免費獲得咗嘅全新 Tesla Y 咁樣啦，係啦。咁大家都知，即係 Tesla Y 大約都係30幾40萬左右。咁呢啲咁神奇嘅事情發生咗，咁神奇嘅咁樣樣，唔係好運嚟㗎。大家以為係好運，其實你係可以有個 formula，跟住一個 formula 去激活你嘅無限潛能啦，移除你家族基因嘅阻礙財富記憶啦，以致你心想嘅嘢就會事成啦。咁當然啦，我哋好多學生就係譬如抽大獎啊，以前覺得自己冇抽獎命嘅。我成世都冇抽獎命嘅，我成世都冇嘅。入到嚟之後咧，就個個變成咧中小獎中大獎，係啦。咁我亦都有學員連續就中咗3個大獎，叻到上台。咁啲陌生人淨係話：哇，你好旺嘅，走埋去同佢影相都有㗎。咁亦都有啲咧係團隊㗎啦，譬如話做保險行業啦，或者直銷行業啦。咁入咗嚟計劃之後，下線就撲一聲就。即係佢賺咗23萬佣金，咁作為上線就躺平啦，就帶動咗佢收咗6萬蚊收入，係啦。咁所以你唔同嘅行業都有㗎，有人返工啦，有人係老闆啦，有人係團隊式嘅生意，譬如保險從業員啊，或者直銷團隊領袖啊等等啦。咁亦都有轉職嘅，即係話以前咧佢係返工嘅，跟住而家咧可能被逼或者間接自己都想啦，就開展自己生意或者進行投資。咁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不過佢哋各式其式，通過咗激活你無限潛能咧，同埋移除家族性嘅表觀遺傳基因障礙咧，其實咧所有你想嘅嘢咧，基本上都可以透過一啲時間達成㗎。
係啦，咁啊好多大家見到啦，呢啲全部都係錢啊，自動化交易啊，輕鬆賺80萬啊，即係亦都有超乎預料啊咁啦。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你要明白，如果你用科學化嘅方法咧，激活你嘅潛能咧，你係唔需要借助好多嘅外力嘅。外力係包括乜嘢咧？因為有一啲人佢有宗教信仰啦，譬如話佢係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信仰，佢未必咧會肯啦，或者願意或者去做，譬如話嗰啲命理啊、風水啊，或者係改名啊、改數number 啊、去求簽啊等等啦，係咪？咁你話呢個世界上其實有冇一樣嘢係科學化，冇牽涉通靈成分，又可以讓到我有顯化效果嘅咧？其實意識重塑就係一個咁樣嘅體系啦，因為我哋嘅體系裏面咧，其實係冇通靈成分㗎。咁你見到呢啲嘅成果咧，全部都透過科學化啦嘅方式咧，讓你係激活你自己嘅財富潛能㗎。咁啊，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咧呢啲頭先部分嘅見證嚟嘅啫。其實咧，我哋嘅學員大約200人左右啦，喺香港中文區啦、廣東話區，咁其實都超過100個唔同嘅見證㗎。咁而家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嚇。咁譬如我哋嘅學員咧，7個月內2度成為美金月球人啦，順利賺超過200萬美金。咁亦都有22位學員咧，全世界咧喺1年之內咧，從零突破超過100萬美元收入啦。好多好多嘅學員咧，創下單日、單星期、單月，甚至人生最高收入記錄。而呢個記錄咧，係唔係淨係投資嘅同學㗎？係包括一啲返工嘅同學，返緊工，突然間佢接收到 bonus 咧，係佢有生以嚟、人生以嚟最大嘅 bonus 都會有嚇。咁又或者佢係做生意嘅啦，譬如一啲半自僱式，譬如話地產經紀啦，可能佢有底薪，但係都屬唔屬於自僱人士咧？半職啦，係嘛？我哋有地產嘅投資者，即係話咧，佢係買地嚟投資，買一塊地翻嚟起屋投資嘅。咁我哋都有咁樣嘅學員喺度㗎。咁所以咧，其實乜嘢嘅背景都有啦，嚇。咁啊，都係個個咧都有突破，亦都有見證。超越佢所想所求咁好，咁亦都有學員打破6年每日賺5萬蚊嘅樽頸位啦。重塑後只係50日之後咧，即係1個月多啲咧，佢已經係最想係賺10萬蚊美金一日，就6年嚟都突破唔到嘅，咁但係都突破到啦，只係50日時間啫。咁另外亦都有學員直覺力飛升啦，喺日本嘅全日本最大型嘅德州撲克大賽。JOPT 咁呢一個錦標賽咧，其實係全球性㗎，台灣都有㗎，不過香港就未有嚇。咁啊，擊敗咗6400名選手啦，進入8強啦，成為被封為日本賭神咁樣。係啦，咁啊介紹下我自己啦，好快咁介紹啦。咁大家好，我係意識重塑 Miss Carrie 啦。咁相信大家咧都係透過唔同嘅渠道，包括 social media 啦，或者係電郵認識我噶。咁啊，我咧就係2019年開始咧，全球訓練超過18000名企業家同專業人士，當中有22位我手把手帶領佢哋1年之內咧係從零達到超過100萬美元收入噶。咁所以好榮幸咧，亦都係被福布斯冠名為100萬美元財富導師。咁我自己嘅個人突破咧，都係喺2013-14年嘅時候咧，我係一個咧賺緊每個月咧係18000蚊港幣嘅打工仔。咁通過10年嘅時間咧，經歷唔同嘅階段嘅，咁最後尾咧就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即係商業顧問啦，同埋呢一個嘅解鎖人類潛能嘅一個系統，叫做意識重塑啦，幫助全球嘅學員咧係解鎖你哋嘅無限潛能，讓你哋快速夢想成真。咁我定期咧會喺美國嘅 Forbes.com 發表文章，咁所以大家可以 Google 我全名 Carrie Ann Yu 啦，Forbes 啦，咁你就會見到我好多好多唔同嘅文章。呢啲文章咧主要你會見到一個 topic 就係利用咧係量子力學嘅思維啦，點樣係訓練團隊啦、領導力啦。同埋咧係解鎖人類潛能㗎，因為咧真正嘅突破咧係喺你嘅顯意識同埋家族基因遺傳數據完美配合嘅時候，咁當你能夠解鎖甚至係超越你嘅邏輯模式咧，你就會見到一啲超過你所想所求嘅嘢。或者你一路好想咗好耐，但係都唔得嘅嘢咧，就顯化成功。咁好榮幸咧，我自己咧亦都獲得咧全球唔同嘅權威性嘅獎項，亦都係被全球唔同嘅機構認可，包括咧係有喺2025年嘅時候啦，係啦，就係美國22年歷史嘅 The Stevie Awards 被稱為商業界奧斯卡大獎裡面嘅得獎
者啦，咁就係獲得個獎項咧，就 The Stevie Awards Women in Business 啦。另外咧就係我最近其實係3月嘅時候發生，我有份嘅參與嘅叢書咧。呢個模擬顯化咧，就入咗去咧2026年奧斯卡提名者嘅全部人手中㗎。咁另外亦都係Forbes 長期會喺 Forbes.com 發表文章啦，等等係啦。咁亦都獲得過杜拜 Education 2.0教育家大獎，中東經貿協會嘅創新專業服務獎等等啦。係啦，咁呢啲獎項咧，亦都係一個嘅機構，即係一啲嘅認可啦。咁對於我嚟講咧，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咁呢啲亦都係部分喺2023年，因為都已經好耐㗎啦，即係我2022年啊，我都唔記得啦，係啦，即係亦都入咗啲即係唔同嘅福布斯女性榜啦，咁同其他好優秀嘅領袖咧，係一齊咧係獲獎入咗啲提名榜啊，咁樣。係啦，咁大家見到部分啲相啦，就係我喺美國Manhattan 嘅時候咧，都有個 speech 啦，即係被演講啦。即係因為我其實咧都長期會周圍飛嘅，喺世界各地有唔同嘅演講邀請嘅時候，都會去進行演講同埋進行訓練嘅。係啦，咁大家見到我最左邊嗰個紅地毯咧，就係 The Stevie Awards，被稱為商業界奧斯卡大獎。咁呢一個獎嘅意義咧，就係佢其實每年咧，你係需要3個月前做一個申請啦，跟住係全球嘅唔同嘅評判評審啦，咁最後尾咧就會喺美國 New York 嗰度咧係即係通知你有冇獲獎嘅咁樣。咁我嗰時去 New York 一齊攞獎咁樣咯。咁另外亦都見到我右邊嗰本書啦，係咪？咁亦都上咗咧美國嘅 Times Square Billboard 啦。咁其實我有2本8本叢書系列，我2本都有一個篇章㗎。咁另外咧就喺美國嘅 Forbes.com 啦，咁喺最近嘅 article 咧就係2026年嘅12月12號，咁我其實定期都會分享一啲唔同嘅資訊，咁所以大家中意去睇文章嘅話咧，亦都可以去即係Google 我全名啦，Karen Yu Forbes 咁樣，你會見到我唔同嘅文章，都係有關解鎖人類潛能同商業洞見㗎。係啦，呢啲係部分啦，因為太多啦，咁即係你會見到我全部都係講潛意識啦，咁亦都會講一啲咧商業策略上嘅嘢，因為其實我而家嘅學員都有啲係過千萬啊過億嘅學員咧，係定期咧會有啲嘅商業輔導。咁除咗商業上之外咧，其實賺錢嘅人唔止想賺錢，仲想賺輕鬆開心錢。但係當你公司如果規模去到破億而係一個實業嘅話，其實牽涉有好多好多元素，包括人事關係啦、股東關係啦，或者係管理啦。有時有錢未必有自由㗎，係嘛？咁而其實當有啲人賺咗錢之後，佢就想要自由啦。又或者喺中間過程咧，唔好咁多麻煩嘅嘢，譬如一啲同政府嘅協商啊等等啦。大家而家知道全球嗰個經濟情況咧，其實都變化萬千嘅。譬如而家中東又有戰爭咁，係咪？咁所以其實好多嘅行業咧，多多少少都會受到整體嘅外圍環境嘅波動咧而影響。咁如果你做生意，你做到某一個 scale，譬如話講緊係5000萬、7000萬以上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有機會都會喺中間嘅過程咧涉及一啲叫做少少麻煩嘅嘢嘅。咁而我角色咧就係幫我嘅學員咧係可以順利通過，即係如果 A 係政府或者官員話冇問題啦，俾個 warning 你啦。B 就係要停牌嘅話，個個都想 A。咁所以咧，我都學員咧，其實佢啲老闆啊，有一定規模嘅時候都會話，Miss Carrie，你幫我重塑下，希望變成 A 啦。咁其實呢個係可以發生嘅喎。咁咧，而家咧同大家講講，要同大家傾下偈下。咁我分享咗一個時間啦。我想問下咧，我哋呢度咧，譬如不如俾3個數字啦，好冇？2咧就係打工嘅，3咧就係老闆嘅，4係投資者，好嘛？咁大家打個數字俾我睇，你係而家係一個乜嘢嘅狀態啊？好嘛？你係返緊工嘅就打2啦，如果你係老闆嚟嘅打3啦，如果你投資者打4，咁你可能係2、3、43個角色都有㗎。咁我而家睇睇大家嘅角色，好嘛？大家打出嚟俾我睇下，你而家嘅角色，你可以係2、3、4。2咧就係打工嘅，3咧就係老闆，4咧就係投資者。咁俾我睇下，統計下大家而家嗰個狀態，好嗎？有2啦，有4啦。好，咁咧而家咧就同大家分享下，睇下大家咧有冇呢一個嘅金錢
狀態，呢個咧係打破金錢無限 loop 模式。咁呢啲模式咧，其實就係我好多學員出現嘅，所以咧就總括俾大家。既然咧有好多人都經歷嘅話，可能有機會我哋都經歷緊㗎喎，係咪？第一咧就係金錢咧每隔一段時間咧就會流走，總資產唔係每3年上升最少30%，即係平均每年上升1%。OK。第二咧就係覺得咧金錢咧時常咧一隻手收嚟就另一隻手流走，係留唔住錢嘅。第三個情況咧就係幫客戶幫別人咧就會賺到錢，但係到自己帶團隊或者做生意咧，每次都係蝕或者吃力不討好。第四咧就係天生阿耳命，其實都幾好噶，但係唔知點解咧，我目標咧永遠只係達到第二志願，永遠上唔到第一個目標嘅。譬如話，而家個丈夫又唔係我最中意個男朋友啦。譬如話我喺個公司裏面咧，明明有個 chairperson，我就做到 second chair，做唔到 chairperson 啦。跟住做 trade 咧又係啦，明明睇到個高位咧，知道個位噶啦，但係唔知乜撳手指撳嘅時候咧，就攞到唔係攞到最盡啦，賺嘅時候咁樣樣啦。咁呢啲咧就係你會覺得好似天生個阿耳命咁樣樣嘅吓，咁啊呢種叫天生阿耳命啦。好啦，另外咧就係明明做同一件事，見到人哋咧或者同行咧就做得輕鬆快捷容易嘅，自己永遠咧都係賺辛苦錢。咁另外咧就係試過吸引力法則達到高峰，但幾個月之後咧業績咧跌翻喺原本位置，甚至更差。另外咧就係做交易啊、傾生意咧，時常有莫名嘅恐懼感，影響決策同健康。如果你唔打破呢啲循環咧，你嘅財富咧增長永遠都唔成比例，冇辦法咧去到你嘅 full potential 嘅。邊個咧有其中一啲嘅例子㗎？嗱，大家記低佢咯，睇下有幾多 point 中咗你咯，一陣間同我分享下。好啦，另外咧深層嘅財富挑戰啦，譬如話最左邊啦，debt and loss，試過負債啦、生意失敗、投資失利或者被騙，對未來咧有不安全感。下低啦，guidance gap，雖然有導師或者高人指點啦，但係始終咧都係做唔到、跟唔足，甚至咧會感到抗拒。另外咧就係 family patterns，見到上一代嘅財富劇本咧，正正喺自己身上重演，但係咧冇力改變。譬如話有啲嘅人咧，佢見過自己嘅父母啦破產啦，跟住可能哥哥姐姐都有破產經歷啦。咁對於佢做生意或者佢係有一啲嘅投資嘅時候咧，佢就面臨咧好嚴峻。咁佢屋企人話：你破產啦，你破產啦咁。咁佢就覺得我唔想命運重演啊咁。又或者咧，如果係父母咧都係月光族嚟嘅，月月清嘅，跟住你兄弟姊妹都係咁，甚至有負債。到咗你咧話想發達咧，想賺好多錢而 keep 到留到可以再錢生錢，其實個機會率咧都會比較細啲嘅，唔係話唔得吓，不過會受影響嘅。另外啦，就係誒追數無效啦，客戶流失啦，團隊散漫啦，感覺自己喺金錢面前咧係非常被動，外圍環境亦都影響到你嘅。咁記住咧，你唔係追逐金錢，而係你係可以成為金錢嘅主人噶。頭先以上咧講到嘅 loop 啦，同埋深層財富挑戰，邊一個係有噶？有幾多項啊？打出嚟俾我睇下好嘛？一項、兩項，定係8項、10項、5項？打出嚟俾我睇下。定係零咧？你都打出嚟俾我睇下好嗎？全部，OK，全部係因為有漏財嘅情況比較嚴重，係啦。其他人咧？其他咧？其他有冇人咧？可以分享下，係咪街啊？你哋好，我哋再落去啦。好啦，咁而家咧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咧就係秘密一，家族基因記憶。點解努力200%，但係換唔翻1:1，即係話成比例嘅回報咧？你可能係好勤力，你可能會好努力咁學習啦，跟住咧係好勤力啦，同隻牛一樣咁勤力，比你側邊啲人咧更加勤力喎。但係你會發現乜嘢咧？你會發現咧，你嘅財富係有上限㗎。其實咧，因為呢個係被鎖定喺你家族基因記憶裏面。
另外咧，顯意識即係話你嘅理性咧想賺錢啦，但係你嘅潛意識咧係基因數據庫嚟㗎，佢執行咧係一個讓你生存、安全同匱乏嘅舊指令。咁呢個情況咧就係特別，如果你話你想創業，但係你出身嘅家庭或者你整個家族都係冇人係創業嘅，冇人創業成功，咁變咗你想創業成功咧，其實係非常之艱難。原因咧係冇嗰個基因加持嚇。咁應該我哋會講多少少㗎。第三個就係如果唔破解呢一個嘅家族基因記憶咧，你只係喺吸引力法則上面表面打轉嘅啫，冇辦法真正實現量子式飛躍㗎。咁家族基因記憶咧，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咁咧，而家咧就同大家去體驗下，跟住再講多啲俾大家聽。邊個咧想而家即刻體驗下嘅，打個3字俾我睇，好唔好啊？好，其他人咧，得一個嘅，其他人咧個3字好嘛？係咪食緊飯啊？你哋？冇人出聲。好啦，咁咧，如果大家預備好嘅話咧，我哋可以開始啦，就係一個安靜嘅地方。咁呢一個咧係幫大家咧係一個體驗式活動，覺察財富天花板同內在噪音清零。咁咧，而家我想大家咧係安靜下，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你要聽到你嘅心靈嘅聲音咧，先會係幫到你作出更啱嘅決定嘅喎。而呢一個咧同我哋嘅直覺力啦，同埋我哋嘅內在財富基因咧係一個好緊密嘅關係㗎。因為如果你嘅理性咧係完全能夠掌控你嘅命運，咁個個人好勤力嘅話，農夫都好勤力㗎，係咪？咁但係農夫好少發達㗎嘛，係咪？咁點解咧？係因為好多人佢如果係賺好多錢嘅話，或者財富累積到咧，原因係因為佢有家族基因嘅加持啦，加埋佢直覺力啦，加埋佢可能屋企有個人生經驗啦，俾到佢，咁以至咧佢喺嗰個路途上咧係比較成功㗎。好，咁而家咧，我哋咧就可以咧預備下自己下，咁咧預備好自己啦。好啦，咁咧啱啱，Hello Julia，咁我哋而家咧就 Julia，你要預備一個安靜嘅地方，因為我哋而家咧預備咧去體驗一下，係啦，去體驗一下咧，我哋自己覺察下我哋嘅內在聲音，好冇？咁我哋嘅做法係咁噶，我哋嘅做法咧就係第一咧就會用深度呼吸法，因為我哋人體咧其實係無限潛能㗎。即係譬如我啲同學成日話，哇，Miss Carrie 點解你咁神奇嘅？點解你成日咁好運嘅？又可以免費搭 business class 啦，跟住又中獎，有180間酒店任你揀4日3夜喺杜拜啦。咁啊，亦都喺農曆年上年啊，2024年定係2025年定24年嘅時候咧，又喺公共交通工具嗰度咧執到500蚊咁樣。咁點解你會成日咁好運嘅咧？咁我同你講咧，你透過科學化嘅解鎖財富基因記憶咧，其實你都會好運嘅，得唔得？好，咁而家咧，我同大家講，我哋人體其實好多器官會幫助我哋咧去解鎖呢一個財富基因㗎。咁第一個咧就係呼吸啦。如果你用一個啱嘅呼吸法咧，可以幫你連接你嘅直覺力。咁當你係好平靜，個人咧好輕省嘅時候，你好容易聽到直覺嘅聲音。咁你做啱嘅決定咧，就會得到啱嘅結果啦。好。咁所以咧，第一個咧，我哋會用一個4-6嘅呼吸法，就係吸氣4秒，然後6秒呼氣，重複3次，將你嘅意識係由好繁忙啦，將自己意念擺咗外在，哎呀食乜嘢啊，忙乜嘢啊，而翻入去你身體嘅中心，好冇？跟住第二個咧就係誠實咁覺察當下，咁跟住我會邀請大家咧閉上你雙眼，感受下你對金錢有冇恐懼啦、匱乏或者沉重嘅感覺。如果有嘅話，會唔會感覺到喺你身體邊一個部位呢？第三咧就係情緒 reset，咁你就唔批判啦，唔論斷，感受呢個感覺。譬如話，我感覺到個胃跳啊，我感覺到眼皮跳啊，我感到耳仔少少嗡嗡聲，我感覺咧有啲頭暈啊咁係非常之好噶。當你有呢個感覺咧，你就讓佢好似一朵雲咁慢慢飄過，然後咧從根源咁咧可以清理你嘅內在聲音，得唔得？咁我哋咧唔會特別咁清理嘅，不過俾大家體會第一個 stage 就係我究竟感唔感覺到自己身體內在嘅說話，好冇？邊個預備好嘅，再打個1字俾我睇。
係啦，所以咧，大家咧最好係一個安靜嘅地方啦，咁就可以一齊咧係去體驗呢一個嘅即刻嘅體驗活動啦。好，咁而家咧請大家咧放鬆嘅人，擘大眼都得㗎。好啦，我哋做3次嘅深呼吸法。呢個深呼吸法咧係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然後6秒慢慢用口呼出，做3次。跟住咧，將我哋嘅精神咧係喺返我哋嘅身體內在，將個專注力，你同自己講，我將專注力放喺我嘅身體內在，咁樣，OK？好，預備啦，放鬆。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6秒慢慢用口呼出，再嚟一次。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6秒慢慢用口呼出，再嚟一次，最後一次。4秒慢慢用鼻吸氣，6秒慢慢用口呼出，非常好。喺呢個時候，請你慢慢閉上眼睛，然後你開口講：我對金錢係咩感覺呢？然後放鬆。跟住你聽住我講，你感受下身體有冇一啲部位佢係有感覺嘅。你跟住我講下，我對金錢嘅恐懼感，講出聲，然後感受一下身體嘅感覺。我對金錢嘅恐懼感，睇下身體會唔會有啲部分，譬如話可能有啲人喺個胃啦，有啲人喺盆骨位置啦，有啲人喺大腿啦，有啲人喺膊頭，會唔會有啲微微嘅震動或者跳動？跟住第二個，我對金錢嘅匱乏感，開口跟住我講，我對金錢嘅匱乏感，睇下身體有冇邊一部分有啲微微嘅震動或者感覺。可能你會覺得有少少頭痛，或者眼嘅附近眉心嗰度掹住掹住，咁你知道就得啦。第三，我對金錢嘅沉重感，係啦，開口講，我對金錢嘅沉重感，我對金錢嘅沉重感，感受一下身體邊一個部位有感覺。好，無論你有冇感覺都好啦，唔緊要。如果你有感覺嘅話，你要記住，你而家試下感受呢個感覺，然後唔好理佢，慢慢佢會好似雲一樣飄過，跟住消失。嗯，係啦，非常好。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可以講，我嘅身體係可以察覺到金錢能量。跟我講，我嘅我身嘅體身體係係可以察察覺覺到金錢能量。金錢再 能 feel 量，下你嘅身體有冇特別嘅感覺，或者你腦裏面有冇啲意念彈出嚟呢？好，而家慢慢用返4、6呼吸法，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然後6秒慢慢呼出，用口呼出，做3次，完成咗就可以返嚟擘大眼。當你擘大眼嘅時候，打個8字俾我睇，咁我知道你返咗嚟啦。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然後6秒慢慢用口呼出，做3次，完成咗喺個 check box 度打個8字俾我睇啊！嗯，好，其他朋友呢？見到啦，Hello Stephen，
係啦，OK，好，邊個頭先個身體有感受㗎？即係頭先講，跟住做呢一個職場練習嘅時候，呢一個體驗你係有感受，你感受到身體真係有回應嘅喎。有感受嘅話，打個六字俾我睇啊！如果冇感受都唔緊要，你可以打個零字俾我睇㗎。啊，遲咗啲入，唔緊要，唔緊要，係啦，嗯。有人有感受，有人冇感受係嘛？係啦，咁啊唔緊要嘅，因為有啲咧初學者即係啱啱你試啦，咁就第一次亦都可能遲咗入嚟啦，咁啊唔係咪好 ready 自己就未必即刻有感受，因為個腦未 calm down 晒。咁但係如果你多次練習之後咧，就會有感受。所以你見到我哋咧嘅學員見證有好多都係做短線投資嘅朋友嚟㗎。咁點解佢哋可以以前可能蝕足10年啊，蝕咗7年啊？賺開錢，但係都 cap 住咗，都會突破到由5萬蚊美金一日到10萬蚊美金一日，2年都突破唔到50日就得咧咁。因為解鎖你無限潛能，其實就乜都得。不過咧，你自己唔知道點解鎖啫。咁而家咧，我係詳細講一下咧你嘅潛能嚇。好，左手震，頸突然湧談，非常好啊，係啊，咁你嘅身體又同你講説話咯，Nina，係啦，咁我哋而家講一講下三層意識嘅運作機制啦，呢個咧係我哋每一個人類嘅特有機制，AI 係冇呢樣嘢㗎。雖然 AI 咧佢好聰明啦，佢可以累積一啲嘅叫做 data 啦，之後去進化啦，但係 AI 咧係冇無限意識嘅，OK，係啦，AI 係經過統計而進化咁樣樣咯。好啦，咁而家同大家講我哋人類先係啦，人類我哋自己啦，顯意識就係 conscious，就係咧5%嘅。咁你嘅邏輯啦，你嘅思考同意願啦，雖然你想成功，但係成功嘅驅動力咧，其實原來我哋嘅理性咧，只係佔咗能量嘅5%嘅啫喎。咩意思咧？嗱，意識咧其實佢個功能係咁噶，就係你嘅大腦啦，誒，就係你嘅腦嘅某一部分啦嚇，唔係全部腦嘅，因為我哋人有左腦右腦噶嘛，係咪？咁咧喺你嘅理性裏面咧，其實就係你嘅顯意識啦。譬如話你肚餓，你想點啊？肚餓你想食嘢啦，口渴你想飲嘢啦，攰嘅時候想瞓覺啦。跟住你會有慾望噶嘛，係咪？我就想賺幾多錢，我就想第時我啲仔女去外國讀書，我就想有個美滿伴侶。嗱，呢啲全部嘅慾望啊、計劃啊、諗法啊、plan 下幾時去旅行，幾時去東京旅行，幾時去東京做乜嘢，係嘛？呢啲全部係一啲理性範圍，而呢個理性範圍咧，係佢去叫做讓我哋嘅命運有一個大爆發嘅上升咧。其實佢佔嘅功能咧，只係5%嘅啫。咁所以點解你好努力咧，係唔會發達嘅？係啦，因為大家都聽過一句金句啦，選擇大於努力。你要選跟啱人，喺個啱嘅群體、啱嘅 environment，身邊啱嘅人，咁你先至會被你嘅潛意識潛移默化啊嘛。潛意識潛移默化，大家聽過啦。潛咗之後，你先至會變成一個你理想中嘅自己嘅。喺我嘅教導裏面咧，我諗有100次教導咧，都講足90次啦。就係如果你想改變你嘅命運，如果你想突破，真係有決心突破，第一個你應該要做嘅就係轉換你嘅環境。環境嘅意思咧，一係你搬屋啦，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聽過啦，特別喺香港區好盛行㗎，係咪？如果啲細蚊仔啲家長係話，我係求其住一個地區，不過因為細蚊仔大啦，幼稚園想入一間叫做名牌小學嘅話，佢哋點啊？佢哋就搬去名牌小學附近嘅區域或者嗰個區域嗰度啦。原因就係因為會抽中嘛，係咪？咁但係我哋咧都有個術語嘅喎，點解叫潛移默化嘅？點解唔叫理性默化嘅？係咪？因為潛移默化呢樣嘢係潛意識做㗎。真正嘅命運區塊係咧，係儲存咗跨越7代嘅家族基因數據庫，佢決定咗你嘅自動化決策同埋財富天花板。我舉一個例子啦，咁我哋咧而家講少少生物學咯。我哋講基因同遺傳，基因同遺傳係兩樣唔同嘅嘢嚟㗎吓。基因咧係嗰個 DNA 啦，係咪？基因基因係啦，嗰個巴啦，即係嗰個八字啦。而佢裏面大家唔係見到一棟棟嘅，係咪？一棟棟嗰個 genes 咧就叫遺傳。
咁咧，如果你當嗰個基因咧，你當佢係英文字母啦，佢係 A B C D E，而嗰個 genes 即係話遺傳咧，佢就係將呢啲字母串成一個個有意義，譬如 LOVE 叫 love，譬如 MONEY money，咁佢就係 money love，但係個巴咧只係 A B C D Y X 冇意思嘅，得唔得？咁所以喺意識重塑體系咧，就係將我哋嘅潛意識裏面咧，唔係清洗，係重設一個新嘅指令，以至你會見到啊，點解 Miss Harry 分享你嘅學生，哇掙扎咗6年啊、10年啊，咁突然間7個月、5個月係嘛，跟住就想突破嗰啲嘢，2年啊、6年都唔得，誒幾十日、2個月、幾個月就得嘅咧？點解係咁呢？係因為咧，好多人，包括我學員，以前佢都用好多方法㗎，佢都好努力㗎，佢會研究上唔同嘅課程啦，做唔同嘅 trade 啊，或者投資啊，或者做生意啊，研究好多嘢啦。但係都係棘嘅喎。點解呢？原因我哋每一個人唔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嚟㗎，我哋嘅命運咧係承載住我哋嘅家族基因嘅。譬如話，我哋講基因遺傳啦嚇，基因遺傳啦，兩樣嘢夾埋嘅。如果你嘅我哋講健康先啦。如果你媽媽係嗰邊咧係有糖尿病嘅病歷嘅媽媽啊，或者係姨媽都有嘅，OK。咁爸爸嗰邊咧可能係乜嘢都冇嘅，而你個血型係似爸爸嘅，咁你相對患糖尿病嘅機會率係咪低啊？因為你似爸爸嘛。但係如果你似媽媽，相對嘅機會率係咪高啊？係啊，係嘛？大家即係好合理啊。好啦，呢個係健康嘅遺傳。OK，好啦，另一種嘅遺傳咧，我哋叫做天賦嘅遺傳。譬如話，媽媽係歌唱家，爸爸咧就係呢個嘅鋼琴家嚟嘅，咁啊婆婆就畫家嚟嘅。咁你估下呢個小朋友出世喺一個咁嘅家庭嘅話，通常佢會從事咩啊？藝術咯，係咪啊？即係大家都知，譬如話而家阿 James 鄧紫棋咁，佢屋企個家族嘅歷史，咪就係婆婆又係做音樂，媽媽又係音樂，定爸爸有音樂，咁佢一出世細細個就開始參加歌唱比賽啦，啱唔啱啊？咁啊，譬如話大家都知，譬如竇唯同王菲，佢個女咁，佢個女唔會走去做會計師㗎。係嘛？即係好比較少可能發生咯，係咪？因為爸爸媽媽都係好優秀嘅，或者好出名嘅做音樂嘅，咁個女都會從事藝術多，佢唔會走咗去做律師或者會計師。我唔係話一定100%唔會，但係呢個機會率比較少。嗱，調翻轉啦，如果佢係一個即係知識分子嘅書香世代，譬如話爺爺咧就係外交官，爸爸就係律師，媽媽就係會計師或者係政府嘅高官嚟嘅。呢個人一出世佢會點啊？佢都會行翻從政嘅路會比較多，係嘛？咁呢一個咧就係天賦嘅遺傳啊。咁而另一種咧，我哋叫夢想嘅遺傳。夢想嘅遺傳咩咧？就係你嘅夢想啦。你有嘅夢想咧，基本上係離唔開嗰個嘅遺傳基因嗰個記憶㗎。咁所以如果喺你家族 data 裏面冇呢個記憶，你就好難啦。我舉一個例子，呢個係一個真實例子嚟㗎。咁譬如話一個我哋曾經識一個歐洲人啦，叫 Peter 一個客戶啦。咁佢咧打上7代家族，佢父係母喺家族裏面咧係冇人創業嘅，全部都係打工或者以前好耐好耐歷史太祖父都係奴隸嚟嘅。咁啊 Peter 想創業喎，仲要賺5萬蚊一個月喎港幣，有冇可能咧？其實係冇可能，根本係做唔到嘅。因為第一唔係話佢出身窮與唔窮，而係佢家族基因，即係佢天生啊，佢冇呢一個嘅記憶係自動波可以令佢做生意成功嘅元素。大家諗下啦，馬騮仔一出世，使唔使人教跟住爬樹㗎？啲鷹一出世，當然啦，小鷹嘅時候佢唔識飛啦，係嘛？佢使唔使教？即係要個鷹媽媽好搏命咁教佢飛，唔會咁掉，跟住等佢飛，係咪？但係如果我哋人咧，我哋如果人你咧，我將你俾隻鷹啊，好嘛？隻鷹喺個天空度放，咁你會點啊？你諗下係咪啊？咁點解會咁啊？點解馬騮識爬樹，雀仔識飛，魚天生識游水？點解我哋人唔可以做晒呢3樣嘢？因為咩啊？因為基因同遺傳。
咁所以咧，按照呢一個科學化，大家好明白嘅理論，你就會知道你嘅命運唔係通過其他方式，即係去改命啊，各種㗎，而係可以科學化。只要喺個基因同遺傳裏面有一個新嘅指令同編碼咧，就可以改變啦。而呢個咧係嚟自於你嘅潛意識同神經系統。OK，咁所以大家就明白多啲啦，係咪？邊個大家覺得聽咗有得益嘅，打個六字俾我睇，好唔好？好啦，跟住咧，同大家最後講咧，就係無限意識，超越時間、空間創造力嘅源頭。當你清理咗你潛意識或者神經系統嘅噪音咧，你就能夠直接連結無限意識，實現輕鬆顯化。乜嘢意思咧？咩叫無限意識咧？無限意識咧就係見唔到嘅領域。咁有啲人咧，佢哋叫高我啦，咁喺我嘅領域裏面咧，佢哋嘅高我同我嘅無限意識咧，可能有少少分別嘅，係啦。因為我其實好少見到一啲嘅身心靈導師，佢可以喂 call 個高我咧，跟住就幫個學生由5萬蚊美金突破到10萬蚊美金喺50日之內，少啲咯，係嘛？即係佢可能話哦顯化一嚿錢，但係個精準度咧冇咁強嘅。但係我啲學生唔係，我啲學生好多係點啊？可以入嚟個計劃幾個月時間就突破佢個人單日、單星期、單月甚至人生最高收入記錄。你見到我好多數字翻嚟俾你睇，我亦都訓練咗一個日本賭神。日本賭神係點啊？即係大家如果去 IG 或者 YouTube，你見到佢嘅阿 Scott 佢親自係一個影片講，因為佢嗰時飛嚟香港啊嘛，係啦，咁我訪問佢，咁我同你講咧，呢啲嘅精準度咧，唔係淨係潛意識清理咁簡單，唔係一啲淨係冥想跟住飛越唔知13層，我聽過好多唔同嘅身心靈講法啦，呢一個咧係完全科學化嘅一個嘅解鎖潛能系統嚟㗎。咁但係通過一系列嘅操作，唔同嘅位置咧，當你打通之後咧，你要嘅嘢就會得到，而且最重要咧就係唔會跌翻轉頭，因為咧我成日咧我曾經接受過謝文嘉訪問啦，Crystal，咁佢係一個藝人嚟嘅，我曾經接受過佢訪問，佢咧就好細個開始已經睇好多吸引力法則嘅書籍啊，亦都係顯化過好多次，但係小嘅嘢得，大嘅唔得，點解咧？其實我講緊有一個原理嘅，就係好多時候咧，如果你用吸引力法則咧，或者係啲能量嘅，譬如話嗰啲命理啊，因為我啲學員有消業債啊咁嗰啲啦。咁你係用緊外力啊嘛，係個師傅好強咁去幫你咁樣，係咪？咁啊，你會得一下咯，但係你唔會持續噶。咁個情況係點咧？個情況其實係咁噶。我哋舉例，譬如話喺一個顯化嘅，你話啊，我有個目標，我有感情目標、健康目標、個人事業目標、收入目標、環遊世界自由目標，咁好多目標啦。好，咁而家咧，你係一個 BB，假設啊，你係爬緊，BB 係點樣去？佢嘅人生係點進化咧？由爬嘅 BB，四腳爬爬到行，到學跑，到學跳，到學翻跟斗，係咪咁噶？係啊，翻跟斗咧，其實就係你個終極目標啦。好啦，如果你透過唔同嘅命理，風水命理各式其式咁樣啦，OK，好啦。如果你明明係一個四腳爬爬 BB，因為外面嘅師傅幫你風水加力、命理加力，改埋個電話數字啊，唔係電話 number，好，佢會將你點啊？佢會將你由而家爬嘅 BB 去掹你上去變咗翻跟斗，咁你咪翻咯啊，好開心啊，翻跟斗啊！但係你冇經歷過行，冇經歷過跑，冇經歷過跳，個危險係點咧？最後尾你係有魔法，你係因為透過師傅嘅魔法得到你想要嘅嘢，但係最後尾砰，你會輸翻俾你實力。點解？因為能量係會有高低，會轉變。咁如果你冇外力加持，你咪會由翻跟斗，砰一聲一跌翻落去點啊？就係一個 BB 狀態，甚至更差。所以咧，呢個咧正正就係我哋意識重塑最唔同嘅地方。因為意識重塑咧，如果你入到嚟嘅計劃裏面，你會見到好多科學官方美國嘅數據，話俾你聽，你有一個重新對金錢長遠嘅睇法，而唔係一個短期嘅效果。咁而家咧就親自俾大家咧聽下阿 Miss Connie 咧佢自己嘅經歷，就係呢一位學員，佢係經歷2個月達到賺到喺7個月裏面咧，分別一個單月兩個單月咧係賺超過100萬美金一個月嘅，係啦。咁啊，大家可以親自咧聽佢去分享啊。不過咧佢就係用英語分享嘅，係啦。不過大家可以親自聽佢分享。Hello everyone, I'm Connie.
Now, I want to share the results of following Miss Carey for 2 months. I have been engaged in day trading research for 6 years, including technical analysis, high frequency trading, high frequency transactions, and risk control, among others. In the past, my highest record was earning $50,000 in one day, and I want to break through to earn $100,000 in a day. I tried many methods and couldn't achieve it. After following Miss Carey's coaching, I broke through to earn $100,000 in a day for several consecutive days within 2 months. 2 years of struggle, and I achieved my goal under Miss Carey's 2 months of coaching. Additionally, with the help of Miss Carey's coaching, I used a capital of $20,000 and earned $1 million in 17 days, $1 million in cash in my bank account. Within 7 months of Miss Carey's course, I have already surpassed more than 20 days of consistently earning $100,000 a day, and this has become my norm. Additionally, I earned another $1 million US dollars, totaling $2 million US dollars in 7 months. Thanks to Miss Carey for helping me remove internal barriers and activating my wealth genes, allowing me to enter the million US dollar league in 17 days. Earn $2 million US dollars in 7 months. If you also want to make money easily, keep it, and generate more, I highly recommend you join Miss Carey's training course. Bye bye. 係啦，大家聽到啦，係嘛？如果你聽到英文嘅話咧，就知道佢親自講咗係7個月內賺到200萬美金，單月1個月咧，其實佢用2萬蚊美金做本啦，咁就賺第一次咧，其實佢係一入嚟嘅課程喺50日內嘅，係啦，咁啊嗰個情況咧，其實就喺2024年嘅8月啦，啱啱咧就係美國大選，咁後尾 Donald Trump 就贏咗啦，就係嗰一轉咧，如果大家做開 trade 即係睇開市就會知啦，咁如果你啱方向加埋你精準嘅話咧，其實你會賺得多嘅。但係由2萬蚊美金喺1個月之內變100萬美金，當然啦，Connie 佢都一定嘅技術啦，跟住到咗咧2025年嘅3月咧，又係有一個嘅市況大波動嘅。如果啱方向嘅話咧，就亦都策略高、有技術同埋睇市準嘅話，都係會賺另一個100萬。咁其實佢嗰次咧賺咗150萬美金，所以7個月裏面咧佢賺到咧超過咧其實200萬美金現金喺銀行口，佢用50萬咧留咗喺個 trade account 嘅。咁所以大家聽到啦，佢其實掙扎咗係6年，佢係連續突破，而且佢最重要一句咧就話 This is my new norm 啊，聽唔聽到啊？New norm 嘅意思就話呢個成為我嘅新常態，因為佢最高峰嘅時候咧，每日只係賺5萬蚊美金，但係而家咧係連續超過10日賺10萬蚊美金咧，已經變成佢嘅新常態啦。咁其實我對於我學員嚟講咧，其實我哋要第一轉啦，第一轉叫好運啦，第二轉 OK 喎，其實一路第三轉佢就會穩妥啦。咁變咗佢嘅人生最高峰由5萬蚊美金日賺一日咧，會變成10萬蚊美金日賺嘅。好啦，咁而家再同大家講，大家聽完之後覺得有得益嘅，打個9字俾我睇好嗎？頭先我分享嘅知識啊，或者見證，你覺得有得益嘅，對於嚟講，打個9字俾我睇下。好，跟住咧同大家分享咧就係科學基礎表觀遺傳學 （epigenetic） 啦。epigenetics 就係你嘅 DNA 咧，唔係你嘅命運嚟㗎。因為咧表觀遺傳學證明咧，基因雖然唔變啦，但係基因表達會根據環境同意識而改變。你唔係混喺你家族嘅財富基因裡面㗎，你係有能力重新編寫佢，以至咧執行命令㗎。意識咧係基因嘅開關，如果你透過意識重塑清理咗你嘅內在匱乏感啦，你實際上咧係會知道咧係點樣向細胞發出新嘅化學信號，關閉匱乏嘅基因，開啟豐盛嘅基因。咁呢個就係點解咧財富增長能夠實現量子式飛躍㗎。從吸引到創造啦，你唔係淨係被動咁吸引啦，而係喺生理學嘅層面咧，係創造新嘅財富現實。呢個力量咧係跨越你打上7代，即係爸爸媽媽以上嘅，足以改變你整個家族嘅未來㗎。邊個咧好想經歷到呢一個嘅豐盛，可以咧打破家族嘅限制，而創造自己財富未來嘅？打個888俾我睇下好嗎？
係啦，其他人呢？好，家族基因對財富嘅深度影響。咁我哋咧係有兩邊嘅，有父系家族啦，同母系家族嘅基因影響嘅。咁譬如咧，爸爸嘅，Hello Stephen，係啦，爸爸嘅創業能量同決策力啦。當然啦，呢個係一個簡單嘅啫，因為喺我哋而家呢個時代，甚至我哋上兩代咧，其實有好多母親都係好強噶，特別係中國人文化裏面，而家女權當道啦，都係嘛，女性嘅力量當道啦咁。咁呢個係一個初階俾大家了解嘅啫。譬如話，父親嘅基因影響啦，就係創業能量同決策力。你有冇勇氣開啟新事業同做重大嘅決定咧？賺錢嘅規模啦，你對100萬甚至1000萬港幣嘅收入心理承受度同格局有幾多咧？你話啊，咁係咪即係輕鬆容易吸引力法則咧？意識重塑，意識重塑唔係吸引力法則嚟㗎，意識重塑係挑戰吸引力法則。我有一篇咧係 Forbes.com 發表嘅文章咧，有講到表觀遺傳學咧係如何挑戰吸引力法則㗎。OK，好。另外咧就係行動力同突破感啦。面對困難嘅時候，你選擇前進一定習慣性驚咧退縮咧？母系基因嘅影響、守財能力同資產嘅安全，你能唔能夠留住財富，定係無端端會消失咧？如果無端端成日都消失嘅話，呢一個咧我哋就叫漏財啦。另外，情緒嘅穩定度，面對財富波動嘅時候，你內在嘅平靜同抗壓嘅能力有幾多咧？最後啦，就係人際同團隊嘅和諧，你嘅事業係咪能夠吸引到支持你嘅貴人同團隊呢？好，跟住咧秘密2啦，就係重構豐盛藍圖，透過意識重塑咧，將賺錢辛苦呢一個舊劇本咧，改為輕鬆顯化嘅新現實。咁你話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咧？邊個係想輕鬆顯化錢嘅？打999俾我睇下。嗯。好，大家都好想啦，係嘛？好，咁咧，其實咧係主要咧分為兩部分嘅。第一咧就係激活你嘅商業第六感啦，咁或者係投資第六感啦，係啦。咁啊，當財富基因被激活嘅時候咧，透過系統訓練咧，會加強你嘅直覺力飛升效應。咁呢個咧唔係神秘學嚟嘅，而係大腦對非線性資料高速整合處理能力。嗱，好多人覺得哇，直覺力咧好飄渺喎，直覺。你都控制唔到佢噶啦，佢中意出聲咪出聲，突然間嚟，突然間走，你都控制唔到佢。其實唔係嘅，其實好多時候你知唔知道咧？直覺因為多次同你講嘢，你冇回應咧，跟住佢就會收口噶咯喎。又係嘅咩？係啊，即係譬如話，有啲時候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個直覺力嘅，但係咧，如果你成日用理性去否定，覺得嗰個聲音，唔知係我諗出嚟啊定直覺力，跟住你唔執行，你唔行動，一而再，再而三咧，你個直覺就會收聲噶啦。舉唔該，個例子，我倒你約咗啲菜。咗班朋友就約咗佢咧喺左邊有100個人會等你嘅，但你出門口嘅時候唔知點解，你身體有個感覺，有個意念就話向右行啦，向右行啦，向右行。咁你話唔係咧？我明明約咗100個人係左邊噶嘛，我向右行嘅會兜一大個彎先至去到左嘅，唔係話去唔到，但係兜一大個彎好麻煩嘅。咁於是你就唔向左行啦。但係你知唔知，如果你向右行，係要花多啲時間，係麻煩啲。但係最後會發生咩事咧？就係如果你向右一路行，兜翻個彎，你會遇到個貴人，個貴人會幫你財富突破，或者你遇個彎就遇到你嘅真命天子、真命嘅女郎嚇，你嘅未來嘅即係另一半。咁跟住你咪同佢一齊行，跟住去翻左邊咯，即係兜個大彎啫嘛，係咪？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同大家講，直覺同你講嘢咧，佢唔係讓你即刻見到結果，唔係，而且有時咧會帶嚟啲不明確嘅感覺啦，跟住我嘅直覺咁有啲恐懼喎，有啲不明朗因素嘅喎，唔知點算嘅喎，冇得參考喎。但係如果你跟你嘅直覺去行，最後你就會去到一個結果係超越你所想，或者係快速咁達到你想要嘅嘢㗎。咁所以咧，當你嘅直覺去啟動咧，會帶俾你係輕鬆顯化，而唔係賺辛苦錢。而嗰一個嘅部分，即係由輕鬆
賺錢同辛苦賺錢，你中間行過好多關噶嘛。其中一關咧就係超越邏輯嘅決策啦，就係我頭先所講噶啦。喺 AI 時代咧，邏輯分析已經係標配，唔使你去邏輯分析，AI 叻過你噶啦。領導者嘅價值咧係在於洞察力，而非線性嘅判斷力。要做出跳躍式 quantum leap 嘅正確決策。真正嘅權威咧，遠係超越邏輯嘅深度直覺。呢個咧係喺我 Forbes.com 美國福布斯咧發表過呢篇文章講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想話輕鬆容易咧，好多時候你入去咧就係入去你嘅直覺，而你嘅直覺如果直覺力飛升嘅話咧，你會得到一啲超越你想要嘅結果。我舉一個商業化嘅例子，大家就明噶啦。大家都識 Elon Musk 啦，係咪？馬斯克或者馬斯克係咪？馬斯克，OK。而家我哋街上面見到 Tesla 啦，全球都見到啦，電動車係咪？亦都知道佢係有一間火箭公司叫做 SpaceX 啦。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實喺2018年、19年之間咧，SpaceX 同 Tesla 咧，其實係面臨低谷嘅，即係佢面臨破產嘅。咁點解咧？原因咧就係 Elon Musk 咧需要一個直覺力嘅堅持。佢咧 SpaceX 咧其實係一間民營嘅火箭公司。其實全球你知唔知人類歷史有人類歷史以嚟好多人都開火箭公司，不過冇一間成功。咁 Elon Musk 咧其實當時咧佢要去優化嘅第一支火箭就係當時嘅蘇聯一支嘅舊嘅 model 嚟嘅。所有美國太空總署嘅科學家都話：喂，你唔好用呢支 model 嚟做優化啦，因為呢支嘢唔得㗎。但係咧 Elon Musk 佢嘅直覺力係非一般人，雖然佢都聽咗好多意見。但係佢覺得就係呢支啦，佢點解啊？即係覺得啊，唔知啊，就係覺得呢個就係直覺啦。但係當佢真係去實驗嘅時候，第一次失敗，第二次失敗，第三次失敗，佢已經冇晒所有錢啦。而當時其實佢仲要呼籲咧，係 SpaceX 裏面咧20幾個佢嘅員工工程師，全部咧係碾壓晒佢哋嘅車啦同房產，一齊壓上人類嘅文明。壓一鋪，咁佢哋籌夠錢就發射第四次。如果第四次呢支火箭再失敗，Elon Musk 就會破產。但係第四次成功咗，而佢第一個客戶係邊個？大家知唔知啊？有美國客冇人知啊？打出嚟俾我戶就知睇。道當佢第四次，哇咁樣破鏡重生係咪？叫做咩啊？涅槃重生係嘛？即係好犀利係嘛？佢第一個客戶就係美國太空總署。點解呢？因為佢呢支火箭唔止係第一間人類有歷史以嚟第一間民營公司射火箭成功，而且佢火箭嘅成本呢，假設火箭係100蚊一支嘅，全世界國家嘅，因為航天事業其實係國家事業嚟嘅，因為係好燒錢嘅行業嚟噶嘛，係咪？一個巨大嘅天文數字嘅投資，咁呢，一般嚟講，一支火箭係100蚊啦，100蚊美金啦，而 Elon Musk 嗰支火箭呢，只係要99蚊美金嘅啫。而且射咗上太空咧，所有人類歷史以嚟嘅火箭其實都唔可以回收重還再用㗎。而 Elon Musk 呢支火箭係可以循環再用，唔知係99蚊美金一支，而且仲可以循環再用10次。咁你係咪超平啊？但係佢用嗰隻 model 係全部美國太空總署嘅科學家都話唔應該。而同一時間咧，因為 Elon Musk 咧亦都係有研發呢個電動車噶嘛。其實 Tesla 咧當時都係好困難嘅，佢哋有一嚿白色嘅膠。咁你話啊，有人類歷史嚟，點解都冇電動車推出嘅咧？原因就係因為電動車裏面係叉電噶嘛，個電芯太重。而電芯太重呢樣嘢咧，有人類歷史嚟冇一個嘅科學家係解決到。直至去到 Elon Musk，佢喺個垃圾堆裏面見到一個白色嘅膠，佢就話就係呢個啦，就係呢個去解決一個電動車裏面電芯太重嘅問題。咁都係一樣啦，所有嘅工程師同科學家都話呢嚿垃圾嚟嘅，冇用嘅。但係 Elon Musk 就係有一個超強跳躍式非人類歷史擁有嘅直覺力，佢就睇中咗呢嚿膠，而真係透過呢嚿膠，最後尾就夠令到架車嘅電芯去到咧一個駕駛範圍裏面可以用。所以大家而家就見到有人類歷史以嚟第一架電動車推出就係 Tesla 呢個品牌。而佢當時其實喺2018-19年就係面臨人生最低谷，而喺呢個最低谷嘅裏面咧，佢就係兩次嘅飛躍啦。因為第二年佢就變成咗世界首富，由面臨破產邊緣到變成世界首富。咁嗰個嘅核心係咩？係核心就係佢個直覺力。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咁當然啦，大家如果 check 下 Elon Musk 點解佢咁強勁咧，係因為媽媽同爸爸都係即係知識分子啦，
媽媽都好 tough 啦，因為家暴之後，亦都自己讀咗營養學學位，繼續做 model。單親媽媽養大3個仔女，但係佢媽媽同爸爸其實都係相對咧係一啲富有家族嚟㗎。佢媽媽嘅爸爸即係佢嘅公公咧係冒險家。係啲舊式兩隻翼啲飛機咧，每半年咧就會飛去一個唔同嘅地方，而佢媽媽長期係跟住佢公公咧，係飛去世界各地或者係南非啦嚇，各地唔同嘅地方嘅。咁所以佢哋係一個富有世家。而 Elon Musk 佢爸爸係工程師，所以佢好細個咧，12歲嘅時候喺中國仲未有電視機嗰個年代嚇，Elon Musk 已經係有部電腦係拆開嚟解構去研究㗎啦。咁當然啦，呢啲就係贏在起跑線嘅累積，以致佢能夠有一個你咁年輕嘅時候有一個咁大嘅成功。咁所以你要問我呢啲係咪運氣咧？呢一個咧係似基因遺傳更加多，係咪？同埋你個家族嘅背景等等。好啦，咁而家咧，我哋聽咗咁耐咧，我哋又做第二個嘅體驗式活動啦。邊個咧係想做嘅？係啦，咁啊打個3字，預備好嘅打個3字俾我睇，好嗎？好，係啦。好啦，而家咧，我哋做一個咧金錢級覺察同財富基因激活嘅活動。好啦，而家咧，大家咧就唔好用個腦嚇，用一個最快嘅反應式。當你面對一個能夠讓你資產翻倍機會嘅時候，但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同跨越你嘅安全區，你覺得得唔得㗎？嗰種狀態嘅時候，你第一個直覺反應係乜咧？嗱。如果而家話 Miss Carrie 有一個資產翻倍機會，一翻可以翻1000倍，你拎1蚊會變1000蚊，你拎100蚊會變10000蚊，你拎1000蚊變100000蚊，你攞10000蚊會變幾多？資產翻倍機會啊！咁但係唔係叫你1蚊、100、1000咁10000蚊咁攞出嚟，你一攞要攞你間銀行戶口200萬，你要攞100萬出嚟，OK？好啦，咁你聽到你覺得自己第一個反應，以前你經歷過呢啲啦，係咪？即情況，你第一個反應會係咩咧？A 生存模式，你會諗，萬一失敗咗點算咧？咁我咪要更加努力儲錢先會安全咯。B 累積模式，我已經賺夠啦，唔想冒險啊，守住而家係最重要。C 創造模式，我見到 Miss Carrie 同我講呢個機會本質，呢個真係會讓我財富飛躍必經之路嚟過。好啦，而家我想你聽一聽，誠實咁面對你第一反應，唔係一定要 Miss Carrie 嘅。你以前經歷過，我諗人生有翻30歲以上，都會多多少少經歷過噶，係咪？呢個就係你基因數據庫嘅真實代碼啦。即係話通常有50或者10個機會出現啦，你大部分嘅反應會係 A 啊，定係 B 啊，定係 C 咧？大家可唔可以打出嚟俾我睇下？C，阿 Katie，其他人咧？嗱，你記住唔係 Miss Carrie 俾個機會你嚇，而係你根據翻你以前人生經歷裏面遇到過咁樣嘅情況嘅時候，一般你嘅反應會係點咧？一般嚟講，譬如5次裏面有3次係咩反應咧？10次裏面你有7次係咩反應咧？而家打出嚟俾我睇下，其他人咧？其他人咧可以打出嚟俾我睇下。好，咁咧，大家係可以繼續打出嚟噶吓。咁啊，而家同大家咧就係分享呢個日本賭神嘅傳奇啦。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見過啦，邊個有見過嘅打一個1字俾我睇下好嘛？呢個見證邊個見過噶？咁呢個見證咧，因為我學生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國籍㗎，有歐洲人啊、美國人啊、中東啦、香港啦、中國內地啦等等嘅，係啦，有唔同嘅國籍嘅。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咧，就喺日本住咗20年嘅 Scott Nook 啦。咁佢其實係德國人嚟嘅本身係啦。咁啊，佢咧就通過我嘅1對1嘅我記得咧第一次咧就同佢做重塑啦。7日之後，佢咧就住咗入去咧佢呢間嘅理想嘅屋，咁佢理想中嘅家園咧，其實佢已經係諗咗3年噶啦，都唔成事啦。咁但係我同佢做完重塑7日之後咧，佢就免費搬入咗呢間屋裏面住，因為咧佢其中一個朋友咧係公司調職啊，就調去第二個國家。咁佢話你有冇幫我睇屋啊？咁佢睇幾耐？5年以上。咁佢話是但啦咁樣啦。咁我入到間平房嚟嘅。有4間房嘅，咁我入到去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見到佢張桌球台，係啦，呢個就係佢目標，就係要一間屋有桌球台嘅。咁而家大家聽下佢嘅分享啊。
Hello, I'm Scott Knoll, and I'm part of an educational business that generates over $20 million a year. After working with Carrie and you, I was able to manifest my $1 million dream home in just 7 days. 我同佢沖 A 涼 dream home that I 咁 wished for over 3 years. 係 Complete 咪 with 沖 a 到 pool 嘅咧？ table and a Porsche right outside. 我 This was beyond my imagination. And of course, there was some money magic along the way too, making me feel incredibly abundant. Now I'm on track to become a millionair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in a year. So, if you want to fast track your success, you should work with the best. I'm very grateful to have worked with Carrie, a Forbes featured millionaire mentor with a proven track record. Thank you, Carrie. Thank you. 係啦，咁佢分享咧就係主要就係話佢係夢想咗3年嘅一間理想嘅屋啦，咁就一次重塑7日之後就住咗入去啦。咁另外亦都係除咗呢間屋之外，亦都有免費可以用一架房車啦 Porsche 啦，咁係啦。咁另外咧，其實佢一路持續都有重塑嘅。咁隔咗差唔多7個月至1年度啦，咁佢咧就參加呢一個嘅日本，即係呢一個啦，就係呢一個美國嘅德州全日本最大嘅德州撲克大賽咧，打敗咗6400名選手進入咗8強，被封為日本賭神。咁佢亦都而家開自己顧問公司啦，個人嘅收入實現咗咧係超過10倍嘅增長㗎。咁所以你見到咧，係基因層面咧重塑財富代碼咧係實現持續性嘅量子飛躍嘅。好啦，跟住啦，同大家再分享啦。秘密2就係你金錢意識嘅4個層級。其實咧，每個人咧嗰個嘅有機會咧係有2個唔同嘅層級㗎。不過邊啲係多啲，邊啲係少啲？譬如話，我有 level 1又加啲 level 2，6成 level 1就4成 level 2咁樣嘅。好啦，咁而家同大家分享咧就係4個層級。第一個金錢意識層級咧就係匱乏模式 scarcity，就係咧好驚冇錢啦，為咗生存而賺錢啦，財富基因咧處於凍結嘅狀態，無論點樣努力咧，都會感到不安嘅。咁呢一個咧係無論係有負債咧定冇負債，都有機會出現，會出現一種金錢焦慮症。OK，第二個啦，level 2咧就係努力模式啦。咁咧就用200%嘅體力咧搏命做就換翻啲財富翻嚟啦。賺錢係好辛苦嘅，經常會遇到財富瓶頸，無法實現跨越，就係去到某一個位，譬如我有個學員賺50,000美金一日，其實都好好啊，係咪？佢就棘住咗，佢冇辦法突破下，佢好努力，用好多方式學好多嘢，甚至一啲即係一啲嘅玄學嘅方式咁樣樣嚇。咁 Level 3咧，第3就係豐盛模式啦，就係意識同基因代碼對齊，財富開始自然咁流動，唔再依賴咧純體力嘅勞動，實現財富自動化。第4個模式咧就係創造模式 creation， 就係直接連結無限意識，金錢咧只係意識嘅伸延，實現量子顯化，創造超越認知嘅財富現實。好，大家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咧？你嘅模式而家處於邊個階級咧？邊個層級咧？01、02、03、04打出嚟俾我睇下。1同2，其他人咧？其他人咧？好，而家咧就同大家咧預備係啦，做第3個活動。咁咧，第3個活動咧，大家係可以預備好想做第3個體驗式活動咧，打個8字俾我睇，好唔好啊？係啦，其他咧，如果你預備好想而家咧體驗呢個嘅職場體驗活動咧，打個8字出嚟。係啦，我見到多啲人打出嚟咧，咁我哋先開始。其他人咧，邊個想而家
亦都預備好自己做呢個體驗式活動㗎。因為你未出聲嘅話，即係可能你行開咗或者聽唔到，咁我哋就等埋你㗎啦。如果你預備好打個八字俾我睇，係啦，Julia、Katie、Tina，其他人呢？OK，Isabel，仲有呢？OK，好，咁我哋而家咧開始啦喎，係啦，呢個咧就係意識轉換財富福利嘅定苗啦，咁係一個活動嚟㗎。好，咁大家咧而家咧放鬆嘅人嚇，咁啊，我亦都會講一講嗰個做法啦。咁第一個步驟咧就係你都係做深呼吸啦，然後眯埋眼，你嘅心裏面咧就係觀想，即係視覺化一個成功嘅你。譬如話，Miss Carey，我好想咧係有50萬或者100萬港幣喺銀行戶口咁樣啦。咁你咧就要眯埋眼，想像你已經有100萬，你而家已經有100萬喺銀行戶口，你會點見到咧？你着住咩色嘅衫咧？你嗰個環境係點樣嘅？人哋話俾你聽啊，定係你自己啊？定係你老公話俾你聽啊？你個女話俾你聽啊？定係你去到銀行嘅 teller 嗰度見到咧？咁好啦，你就要感受個感覺。當然啦，因為你想要嗰個金額啊嘛，你咪開心咯，見到係咪？好啦，當你嘅情緒好開心、好興奮，達到頂點嘅時候咧，你就要做一個特定嘅手勢，係啦。咩意思？就係話我而家終於見到啦，我有1億啊，1億喺個銀行戶口度啊，幾多個數字1億？9個數字啊，我見到8888888889個8喺我銀行戶口嗰度，好興奮。我着住咧白色嘅 Chanel 嘅。咁咧，其實我點解會知道咧？其實我睇住我部電腦撳落去見 check 銀行戶口嘅時候，check 到我而家飲緊香檳，好開心。好啦，你好興奮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拇指扣住食指，咩意思咧？你咁樣揸住自己手指得唔得？揸住，或者你話手指有啲怪，咁你就揸住個手腕得唔得？咁點解會咁咧？因為當你咁做咧，就會將呢份感覺 step two 下，將呢份感覺咧喺你心中對你嘅財富基因下一個指令。我嘅財富正以複利增長，每一分鐘都喺度為我工作。呢一個咧開心嘅感覺咧，其實係可以記住，而幫你咧成日喺嗰個狀態裏面。因為你知唔知你成日諗住呢個狀態咧，你會更加容易顯化。但係當然啦，前設係你嘅神經系統咧係要 reset 嘅，OK？咁但係呢個可以體驗一下。好啦，當你咁樣去 feel 到好開心嘅時候咧，跟住又揸住隻手感受個開心嘅時候，咁我哋一間會一齊下指令啦。最後慢慢咧就係放鬆身體，感受呢股能量咧進入你嘅中心，你身體中心即係你嘅心啦，心靈咧就喺胸口中間，然後想象你嘅心靈咧將呢股開心嘅能量擴散到你身體裏面，你咧就會重新編寫咗當前嘅財富頻率噶啦。邊個預備好去一齊玩呢個活動嘅？打個3字俾我睇。好，其他人呢？OK，好啦，咁而家我哋開始啦喎。嗱，記住你可以咧捉住你嘅手腕又得啦，或者你捉住你嘅食指都得㗎嚇。咁但係你話咁樣好怪奇怪，咁你就咁樣樣嚇，邊隻手都冇問題嘅，好冇？好啦，預備好啦喎。咁大家咧而家喺個安靜嘅地方放鬆先。咁我哋做一個深呼吸，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閉上眼睛。閉上眼睛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然後6秒慢慢用口呼出，做3次啊！閉上眼睛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然後6秒慢慢用口呼出，係啦，做多一次。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然後6秒慢慢用口呼出。因為你閉上眼睛咧，
咁喺呢個時候，你就見到自己嘅夢想已經達成啦，或者你嘅目標達成咗。譬如話有一筆好可觀嘅金額喺你嘅銀行戶口，又或者咧你見到你累積咗每個月都賺到一個額外嘅持續收入，又或者咧你搬進咗你嘅理想家園。好啦，我想問下你啦，繼續閉上眼睛。如果你已經達到你嘅夢想嘅話，你會身處喺邊呢？你着住咩衫嘅咧？你周圍嘅環境係點嘅咧？你點樣知道呢件事證實佢發生咗咧？譬如我舉例就係我見到自己銀行戶口，我係喺電腦上面見到嘅，係啦，我係喺歐洲旅行，打開電腦就見到，哎，有888個億喺銀行戶口咁樣啦吓。咁你見到個儲蓄戶口嘅號碼啦，就係呢個儲蓄戶口。舉個例子係啦，如果你身邊係有人嘅話，佢哋又會同你講乜嘢咧？感受一下周圍嘅感覺。你而家已經得到啦，你會覺得點呢？你而家就係身處現場啦，你會覺得點呢？當你覺得好開心、好興奮，個嘴都忍唔住上揚喺度笑嘅時候，請你右手或者左手做一個特定嘅手勢，係啦，可以係右手或者左手握住另一隻手嘅手腕，讓呢個嘅情緒記憶進入你嘅肌肉記憶裏面。感受下感覺，你亦都可以開口講，我好開心啊！而家我有呢個錢咧，跟住我會分配啲錢去做乜做乜做乜噶，係啦，你可以咁樣同自己講噶。好啦，繼續感受，讓你嘅身體內在吸收呢份感覺，對住呢份好開心興奮嘅感覺。而家你可以開聲喺心中對你嘅財富基因下指令。你而家可以跟我講，我嘅財富而家係以複利增長。我嘅財富每一分錢增長，都係為我工作。每一分錢我都哋再講一次吓，我嘅財富而家喺度複利增長，我嘅財富而家係咁福利，每一分錢都喺度為我工作。每一分錢都喺度為我工作。好，感受多一陣，聽下你嘅腦或者你嘅心有冇另外一啲聲音出嚟？好，然後咧，我哋用一次嘅深呼吸，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6秒慢慢用口呼出，做一次深呼吸，完成咗放鬆身體，唔好眯埋，唔好擘大眼住，感受下呢一份能量。而家喺你胸口中間嘅心靈，唔係心臟，係心靈部分，將呢一股興奮、開心、達到目標、成功嘅自己嘅力量擴散去你到身體每一個細胞、神經線同器官裏面，將呢股力量擴散開去。冇錯啦，你已經重新編寫到當前你嘅財富頻率。然後做一次深呼吸，4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6秒慢慢用口呼出，放鬆身體就可以擘大眼翻嚟啦。翻咗嚟嘅話，打個7字俾我睇，咁我知道你翻咗嚟啦。好，非常好，大家都翻咗嚟啦。邊個嗱？我用0到10啦。邊個覺得頭先有一種被激活嘅感覺嘅？0到10，可唔可以俾個分數睇？0係完全冇，10係真係有種被激活嘅全能嘅感覺。5、7、0係完全冇，10係完全被激活嘅感覺。透過頭先嘅活動，你有幾多分呢？俾自己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有人5，有人7，另外咧7，好，其他人咧？OK。好啦，咁啊，再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啦，就係 Brian Wen。咁大家知道咧，其實我係2019年開始已經從事呢一個嘅工作啦，幫助全球唔同嘅參加者咧，係激活佢哋無限潛能，讓你快速夢想成真㗎。咁 Brian Wen 咧，其實呢個 case 係非常之好㗎，因為咧呢個 case 咧正正就係可以講到俾大家聽咧，你以為逆境就一定會差咩？其實呢個只係一個限制性信念嚟嘅咧。咁咧，Brian Wen 咧，其實佢咧就係一個定居喺 California，即係美國加州嘅一個老闆啦。咁佢從事嘅行業咧就係 military training 嘅，同埋 gun shooting，即係話軍事訓練同自衛術，係啦，即係話用槍嚟保護自己。咁佢後尾咧去咗烏克蘭嗰度教導當地，大家都知啦，之前呢個嘅普京即係呢個普京即係俄羅斯啦，係啦，俄羅斯咧同烏克蘭有內戰噶嘛，有打仗噶嘛，係咪唔係內戰打仗？咁咧烏克蘭咧係一個弱勢啦，咁啲居民咧其實都唔識保護自己。咁啊，Brian Wayne 佢其實係美國人嚟嘅，咁佢後尾一段時間咧做義工咧就飛去烏克蘭咧，係教啲當地居民自衛術啊，即係自己保護自己啊，咁啊用槍啊或者啲避彈衣啊等等啦。咁啊，Brian Wayne 咧，其實喺2018-19年之間咧，係認識我。其實佢識我嘅時候咧，係2019年嚟㗎。咁佢2018-19年嘅呢段日子咧，其實佢嘅事業咧陷入谷底啦。佢差唔多用晒佢所有嘅積蓄。咁因為咧，大家知道咧，做軍事訓練啊，或者係自衛術咧，其實牽涉啲射槍噶嘛。咁佢永遠咧都要 book 咗一個場，跟住咧就做 promotion 啦、宣傳啊、就開班啊咁啦。咁喺美國咧要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省，咁佢要搭一啲 domestic flight，即係話內陸機咁樣飛啦嚇，咁樣樣。咁佢咧就差唔多用晒自己啲積蓄啦，啲班又開唔成啦。咁啊不停揾翻啲舊客啦，啲舊客又唔回應佢喎，又冇新人入喎咁。咁啊，2019年嘅7月認識我㗎。咁啊，當時咧我哋同佢做重塑啦，係啦3個月嘅重塑啦。大家知唔知發生咗咩事咧？咁當我同佢做重塑嘅時候咧，佢好快咧已經係12個月嘅時候咧，唔係12個月，係喺12個禮拜嘅時候咧，佢喺3個月內，佢嘅生意已經超過預期快速增長，到一個地步咧，佢由苦苦掙扎啦，跟住個儲蓄戶口冇晒錢咁滯啦，到要請多啲員工同租多啲場地，係去應接佢嘅新客戶。嗰啲客戶咧係舊客不停 referral 新客啦，啲客人係四方八面湧嚟，好神奇嘅。咁佢其實咧喺遇到我之前咧，佢仲喺度諗，我都冇錢啊，我仲要點樣去吸引啲新客咧落廣告咧？咁我見佢第一樣嘢就叫佢 stop，停止唔使落廣告噶啦，係啦，你淨係用意識重所幫你重塑就得噶啦，咁樣。好啦，大家聽到啦，佢認識我嘅時候咧，其實係由7月去到10月，咁跟住咧就因為嗰時係1對1學生啦，咁跟住咧2019年嘅時候咧，跟住佢持續其實都有同我做重塑嘅。2019年年尾嘅時候咧，就係疫情爆發，全球爆發，咁好多嘅國家都封城，加州都係一樣。咁佢個行業就因為封城，同飲食業一樣噶，都係會嗰時大家淨係要口罩同埋衛生用品嘅啫嘛，係咪？即係嗰啲就賣得好好，其他行業都因為即係關門大吉啦，除咗超級市場，係咪？咁但係佢咧好神奇地咧，啲客戶繼續嚟啦，佢又唔使關門喎。咁去到個地步咧，佢喺2021年咧賺好多錢，大家可以睇到啦。我同佢嘅 Facebook screenshot 下，佢喺2021年咧話俾我聽，佢買咗笪地，因為2020賺到太多錢。佢2021年嘅時候咧，唔止係好多佢同行都關門大吉，佢咧就 overflow 啊個 business 係啦，即係話滿瀉啊豐盛到。咁而且咧，佢賺咗好多錢之後咧，因為啲地平啊嘛，係嘛，佢仲可以買地。咁大家如果見到呢一個右手邊呢個 screenshot 啦，大家見到我第二段就話咩啊？
由你去2019年，我哋當時你見我嘅時候掙扎啦，跟住同我幾次重數之後咧，跟住你開始你嘅生意翻返去健康啦，甚至喺2020年咧係量子級爆發喎，係嘛？仲買咗笪地咧俾自己做永久會址喎。What a quantum leap in your business, Brian，係嘛？你量子級飛躍喎，跟住佢哋講咩？Yes，就係咁啦。咁而家咧，阿 Brian 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佢唔止係有笪地啦，佢仲有個夢幻團隊啦，變咗佢喺2021、22年之間咧，其實佢就成9個月時間都唔喺美國，佢就去烏克蘭咧，係幫助當地居民做義工啊，就教佢哋點樣自衛術啊，同埋點樣射槍啊咁樣樣啦。但係佢嘅生意係繼續運作㗎，跟住到2023年咧，佢結埋婚生埋仔，跟住有個永久會址，跟住佢嘅生意從來冇跌落過，係一路咁上揚。咁呢個係顯示到重塑的威力，唔係淨係一個好細嘅地方話，哎呀，我而家生意唔好啊，點點點啊咁。你做緊本業喺疫情期間，佢嘅本業同行全部都關閉，佢仍然係可以量子級飛躍。呢個係因為當你激活咗你嘅財富基因之後咧，大爆發係唔會受到環境嘅影響嘅。好，咁大家聽完之後咧，邊個想打造你嘅義父體質嘅，打一個888俾我睇好唔好啊？888好，咁乜嘢叫做打造義父體質咧？第一，咩叫義父體質咧？呢個咧唔只係心態，而係你身體每一個細胞對金錢嘅接收度。當你嘅財富基因處於開放嘅狀態，機會同資源咧會自動向你匯聚㗎。咁意識同生物學係啦嘅對齊啦，就係當你嘅理性啦、顯意識好想賺錢，但係你嘅潛意識同埋你嘅基因咧都喺度對抗嘅時候，你就會感到前所未有嘅疲倦。打造義父體質咧嘅關鍵在於咧內外對齊，唔會消除，即係唔會讓你咧不停咁內耗㗎。第三個咧就係從漏財到聚財啦。透過意識重塑咧，我哋可以從根源咁修復嗰啲導致你留唔住錢嘅基因漏洞啦，將你嘅能量場轉化為一個強大嘅財富磁鐵。邊個好想得到呢個效果嘅？打個999俾我睇下，好唔好啊？其他人呢？目前得到。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喺我嘅一路以嚟咧，其實我哋係有好多唔同嘅學員啦，亦而家有啲係可能有過幾千萬現金喺個銀行戶口啦，亦都有啲咧可能佢係掙扎中有負債嘅。咁其實咧每一個人咧，我哋都有金錢三閉環㗎。咁你咧係需要啟動你金錢三閉環，以至你可以持續輕鬆咁量子級飛躍。咁呢三個金錢閉環係啲咩嚟嘅咧？第一個閉環咧就係你能夠賺到錢，係啦。咁如果你話賺到錢，我每個月有幾萬蚊咯，但係賺得好辛苦。如果你想打破賺錢辛苦呢個劇本咧，你要清理基因裏面咧對成功嘅罪惡感，讓財富咧以創造而非競爭嘅方式咧流入你嘅生命裏面㗎。第二個閉環咧就係留得住錢，即係儲到錢啦。喺呢一個嘅情況咧，就要修復漏財基因，建立強大嘅金錢安全感，確保財富喺你意識場裏面咧係穩定停留，而唔會無端端流失㗎。因為好多人咧佢賺到錢，佢存到錢，但係唔知點解存到咁上下咧，就會噗一聲一啲原因就好多開支，跟住又冇晒，跟住重新又賺到又留到，跟住又會冇晒㗎。呢一個嘅循環模式咧，其實係因為你嘅基因遺傳裏面咧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你家族有一啲嘅唔同嘅信念、記憶、情緒、感覺咧，係破壞緊你嘅財富累積，以致會出現咁嘅情況㗎。第三咧就係滾得大啦，就係啟動複利意識，將金錢視為意識嘅種子，讓財富喺你量子場中咧實現指數級嘅增長。呢個咧我哋叫錢生錢，即係話一啲人咧佢賺到錢，佢儲到錢，咁儲錢唔係全部都擺落定期㗎嘛，係咪？你會擺落投資，無論係投資一啲股票啊、期權、期指呢啲啦，或者係一啲實業裏邊，咁你都想佢錢生錢㗎，係咪？但係好多人咧就喺呢一個閉環裏邊咧。唔得啊，係啦，我儲就儲到，但係去到一投資咧，就全部都會輸或者會蝕噶啦，就唔會賺嘅，唔可以做到錢生錢呢一個嘅持續效應嘅。
咁你就需要咧係針對性喺呢一個閉環裏面咧做落功夫，就透過意識重塑方式咧幫你打破你嘅遺傳基因記憶啦。咁所以喺我哋意識重塑嘅打造天賦體質計劃咧，其實就係處理所有學員嘅3個閉環，睇下你而家係咩境況咧，就喺個境況咧針對性咁有一啲嘅練習同操作咧，幫助你激活翻你自己嘅財富基因。另一邊咧係移除同刪除咧所有喺遺傳基因裏面嘅讓財富流財嘅記憶。財富嘅真相咧係創造力，而唔係解決問題㗎。解決問題嘅導向咧叫 problem solving structure 啦，專注喺自己嘅不足同缺失。你係應該咧對過去產生嘅結果係啦，呢個咧會讓你陷入一個生存模式，就我有問題我要解決啦，我要 fix 我自己，我要完整我自己，我要改變啊，等等等等等。咁你永遠都喺度追逐緊金錢㗎。但係創造模式咧係唔同嘅，係專注於你嘅願景啦同豐盛，你喺度連結你無限意識呢個源頭，直接咧喺你嘅量子場裏面咧係顯化新嘅現實，呢個先係真正嘅致富之道。就好似咧我成日都經歷到唔同嘅，譬如話免費坐 business class 啦，跟住又抽中咗180間酒店任揀，就住4日3夜啦，跟住亦都係上到 Forbes 啦，亦都收入咧係超過7倍以上啦嚇，跟住亦都有即係自己作品入到奧斯卡提名者手中啊，咁讓我可以有下一步嘅即係拓展啊咁，咁呢啲全部呢啲嘅機會啊或者財富咧，係源於我一直都係喺呢個嘅創造模式導向，而唔係解決問題導向嘅，咁就會讓你咧係會持續突破，而唔係解問題出嚟解決問題，問題出嚟解決問題。如果你成日都係問題啊，好多問題啊，屋企有問題啊，人際關係有問題啊，跟住薪金有問題啊，金錢有問題，好多問題去解決。你習慣咗嘅話咧，你就係同緊你潛意識講，我中意解決問題，咁就會不停有問題，你就會見到出現啦。但係如果你創造模式咧，唔係話你見唔到問題，而係嗰啲問題本身唔係最重要解決，而係你嘅終極結果先係最重要。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咧，你會縮短啦，同埋會少好多嘅波折嘅。OK，咁你相對咧會快咁樣，好快咁樣達成你想要嘅目標。邊個聽到呢度咧覺得有得益嘅，打個1010俾我睇下好唔好啊？邊個覺得有得益嘅打1010 OK，好，意識重塑咧係跨越7代嘅財富轉化，從你開始咧重寫家族嘅劇本。你今日咧係有3個小練習啦，俾你感受下意識重塑嘅體驗啦。唔止係為咗你自己嘅，仲係當你清理咗你基因中嘅匱乏代碼咧，你係為緊你前7代同後7代嘅家族成員咧重新編寫財富嘅執行指令嘅喎。係因為意識重塑最特別嘅地方同吸引力法則係好唔同㗎。吸引力法則咧就係針對你個人，你想要點啊，你自己顯化係咪？但係咧意識重塑咧透過我哋嘅量子傳遞咧，唔止你會得益。我哋好多同學咧係佢太太本來佢間中學咧只可以最多係加人工加5%，就無端端咧個同事幫佢調職咧就加咗15%，呢個係冇可能發生，但係都發生咗啦。我哋呢個學生咧就係家長嚟嘅。佢哋財富有突破啦，但係佢一直好擔心個細女，因為細女咧成績麻麻地嘅。佢入到嚟之後，唔知點解咧個女咧都係繼續好似都係麻麻，即係都冇乜特別改進佢嘅讀書態度。但係唔知點解嗰期咧所有嘅考試啊測驗啲分數都好好喎嚇。亦都有學員咧就係佢爸爸咧係70歲咁耐以嚟咧，其實都唔肯出街食飯，因為爸爸好慳家嘅。但係自從佢財富大爆發之後，佢爸爸都唔知佢入咗嚟意識重塑過，無啦啦佢爸爸就話：喂，以後要同我出街食飯，仲要食最好嘅咁，有咗個豐盛思維。咁你話點解會發生咁樣嘅情況咧？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係用從呢個基因入手，所以當你改變基因嘅時候咧，整個嘅量子場都會傳遞去你家族裡面㗎。實現永久性嘅易富體質，呢個咧唔係短期嘅業績提升，而係咧體質級嘅終極轉化。一旦你嘅財富基因被激活咧，你整個嘅生命場都會實現從生存到創造嘅永久性嘅躍升嘅。呢個咧就係你家族財富奇蹟嘅起點啦。咁你話 Miss Carrie 係咪真係咁神奇㗎？而家我就俾一個實際嘅學員例子咧，同你講，你唔係你家族嘅劇本，透過你經歷意識重塑，你甚至咧係可以經歷到咧，唔知係你個人
唔止係你生意，甚至係你家族嗰一個嘅財富劇本都會改寫㗎。咁而家嚟聽聽 Wendy So 嘅分享啊！ Hello，我叫 Wendy，咁我入咗嚟意識重塑嘅課程啦，就超過咗1年啦，就差唔多1年半啦。咁最大嘅轉化就係我補習收入上面啦，就每個月我 average 都有超過20% 嘅增長。咁另外我亦都係一個做咗12年嘅landlord 啦，即係一個業主啦。咁就喺租金上面咧，我就係從來呢12年裏面咧，都係未試過有一個租客係會預繳成年嘅租金俾我。咁呢個 experience 咧，呢個經歷咧係好神奇嘅，係因為我入咗意識重塑呢個體系within 1個月，仲要係做完第2次嘅小組重塑之後啦，within 5日咧已經有一個租客佢嚟傾，咁係 within 5日咧係簽埋臨時租約，仲過埋訂金，咁仲係預繳1年嘅。咁最神奇就係我喺差唔多1年之後啦，其實個租約仲未完1年嘅。咁我參加完一個好特別嘅數字啦，咁個租客又再嚟話想繼續續租，同埋亦都係同我傾係去預繳租入啦。咁係比即係仲爭2個月先至係一個 deadline 嚟嘅，但係佢都俾咗啦。咁呢個係好神奇啦。咁另外啦就係呢個租客講完咗要續租之後咧，咁within1個禮拜咧，我又收到一個好開心嘅消息，就係政府會收我哋家族一塊地，咁嗰度成個家族係總共會有compensate 一個7位數嘅。請問靠近車門，即係我自己個家庭屋企咧就會有一個收入嘅，咁呢個係好 amazing 嘅，因為係完全冇諗過。咁另外咁而家我就join 咗一個咁我繼續學習，咁就去咗一個高階班咁繼續學習。嗰陣時咧就已經有一啲好笑嘅 magic money，譬如我去學生嗰度補習，補完習喺佢個 lobby 嗰度執到100蚊，係我以前未試過喺街執到錢咁大張嘅錢咯。咁亦都會有啲。有得好多 magic money 就係譬如農曆新年利是錢嗰陣時啦，就會比以往係多成2000蚊嘅。咁另外仲有係買六合彩嗰陣時啦，都會中少少啊。咁如果你哋係想，即係如果你哋係有啲樽頸位啊，或者係想財務上有啲咩突破啊，咁我覺得意識重塑係好犀利嘅，因為佢係可以打破你本身嘅限制性思想，而令到你更加豐盛。係啦，咁其實咧，阿 Wendy 咧，唔記得講個 point，其實咧呢個嘅佢12年嚟做業主啦，從來冇一個租客預繳1年啦，咁呢個租客預繳1年俾佢啦，而且咧每個月係俾多3000蚊港幣佢嘅，即係佢預期一個租金嗰個租客咧係俾多3000蚊佢嘅，每一個月啦，唔係1年，係每一個月。咁跟住佢係第10個月，即係住到第10個月嘅時候咧，我哋做一個特別嘅重塑啦。佢完咗重塑係第2日，嗰個租客就 call 翻佢，仲有2個月完啦，我哋再續租得唔得啊？咁又預繳1年，即係話未到期嘅前2個月，佢又再預繳1年，亦都係每個月加多3000蚊俾佢。咁你諗下啲租客喺邊度揾係嘛？咁同埋呢個係屬於佢家庭啦，但係去到佢家族，你聽到咧係1個禮拜之內，佢家族都係有呢個嘅情況發生。咁係顯示咩咧？其實嗰個特別嘅重塑咧，係喺唔同嘅週期，其實我都會有啲特別嘅重塑嘅。咁當佢重塑之後咧，佢解鎖咗佢嗰個嘅財富基因，以致佢能夠達到咁樣嘅結果，而以前係從來冇遇過㗎。所以你要記住啦，表觀遺傳學話俾我哋聽咧，你能夠中斷舊嘅模式，建立新嘅財富之路，而且一人重塑咧，全家受惠，亦都全個家族受惠㗎。個個都想更加好運，但你可以開始咧主導你嘅命運。意識重塑打造致富體質咧，就讓你一步到位，開啟你內在嘅潛能，讓你快速讓夢想成真㗎。好，我喺呢度問下啦，邊個你好想
係打造呢個致富體質㗎？打個3字俾我睇下好唔好啊？頭先咧，所有嘅你見到嘅見證啊、分享啊等等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呢個嘅1年制轉化計劃，就係意識重塑打造致富體質計劃裡面嘅經歷嚟㗎。咁我哋有啲唔同嘅學員啦，都有唔同嘅經歷啊，咁所以其實咧真係好開心，因為當你打通咗你嘅財富意識之後咧，其實你想要嘅嘢冇諗過，或者掙扎咗好多年咧，好快喺幾個月就會得到啦。我好多學員咧係掙扎咗10年啦、8年啦。譬如你聽到 Scott Nook 嗰個 case 啦，佢係3年嘅掙扎咗，透過一次重塑，佢就7日之內搬入咗佢嘅理想家園啦。所以如果你係好想經歷呢種嘅快速轉化，係將你自己嘅人生突破嘅話咧，係意識重塑打造致富體質咧，係絕對幫到你。咁而家咧，我講幾個嘅 case 俾大家聽啦。其實如果你去到我 YouTube 嘅話嘅學員見證咧，都會見到咧呢啲嘅學員親身分享㗎。譬如咧，右手邊你見到咧 Andrea Wong，Andrea Wong 咧，佢係一位地產投資商，佢唔係地產經紀，佢係地產發展商嚟㗎。佢係用自己嘅豐厚資金咧，係買地，然後起屋，然後賣出去。當佢嚟揾我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資金周轉不靈嘅時候啦。跟住啲工程咧，亦都因為 COVID，即係因為疫情嘅時候咧，滯咗喺度啦。但係當我透過咧，即係佢入嚟咗我哋嘅計劃啦，多次重塑啊，亦都學習咗之後咧，佢就放鬆，係啦，佢就換咗個新身份，佢就唔理啦。點知9個月之後咧，佢收樓啦。唔止係1個禮拜之後賣清啦，而且咧仲係因為嗰個嘅年期同埋疫情之間咧，佢係俾少咗嗰個本金，而嗰個息俾佢咧係多咗，就加埋咧賣嘅時候9個月之後咧，其實仲好賣過，即係個價錢仲好過9個月之前，所以佢整體咧係賺多咗30%嘅，咁所以佢好感恩意識重塑啦。另外左手邊咧，Erica Tang 咧，Erica Tang 咧就係香港喺重慶大廈地庫咧有間調查師，而 Erica 佢本身咧其實就係前仁愛醫院董事局副主席嚟㗎，所以佢係一個慈善家嚟㗎。咁啊，所以咧就佢其實之前2次咧自己親自創業咧都係蝕錢嘅，但係到咗佢加入我哋計劃咧，其實講緊喺8個月之內，佢已經開咗2間鋪，而且佢短期嘅財富目標同埋中期嘅財富目標都已經達到咗。佢開鋪咧從來都冇試過咁順利，而且直覺力飛升啦，應該要嘅文件揾助理去揾咧，揾幾揾唔到，佢一去咧就半個鐘頭就揾到啦。跟住咧左下角你見到 Jacqueline 啦，Jacqueline 咧其實亦都有非常大嘅改變。佢其實咧啱啱做完個見證啦，咁應該喺聽日或者係即係聽日啦嘅時間咧，大家會睇到嗰個新嘅 YouTube 影片咧，就有 Jacqueline 嘅分享啦。Jacqueline 咧佢入嚟嘅時候咧，其實之前佢有輕度抑鬱，所以咧佢雖然好想做好多嘢啦，但係有心無力啊！佢淨係逼自己去工作，咁所以咧佢係即係亦都係一個自己自僱人士老闆啦。咁所以咧佢嘅業績咧去到谷底，就係去到咧山窮水盡啦。佢話佢差唔多啲積蓄用晒，整翻最後嘅少少錢咧，佢就走入嚟我哋計劃。咁但係透過咧只係9個月時間，而家佢啲生意多到咧，啲同事話：喂，唔好咁快接生意，你停得唔得啊？另外咧就係佢個同事咧見住佢幾個月嘅能量升級啦，以至佢同事親自咧去向我哋諮詢話：我哋想加入咧意識重塑，因為我見住我老闆咧能量不停咁增強啦，啲生意係多到接唔晒，我哋叫慢啲㗎。另外咧 Jacqueline 咧佢亦都有個商會嘅同伴咧，見住佢呢9個月咧話：哇，你點解變得咁快？你做咗啲乜？咁佢哋話因為用咗意識重塑嘅計劃，咁所以咧呢一個嘅佢嘅朋友咧都喺度即係睇緊啲多啲意識重塑嘅教育啊等等啦。咁啊，所以你見到咧就係佢個生意爆發又即係佢已經係抑鬱咗2年㗎啦，到一入嚟其實8個月時間已經係遇到生意大爆發，好似 Brian Wang 咁。最後你見到啦，就係 Wendy So 啦咁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就好開心啦，即係點解會同一個背景？原因我哋就去 Erica 嘅新鋪開張，因為 Erica 當時其實佢入嚟計劃嘅時候咧，佢就覺得我要揾啲嘢做生意，連鋪都未揾嘅，但係通過意識重塑咧，幫助佢好順利咁揾鋪啊、招人啊、生意上軌道啊，咁甚至佢收購埋第2間鋪，係啦，喺8個月裏面仲擴張咗持續賺錢添，咁所以咧，你如果人生係經歷過啲低谷啦、上唔翻嚟啦、逼自己啦，呢一啲嘅情況其實係可以完全改善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咧亦都係體驗咗3個小活動啦，而你今日咧參加呢一個嘅即係分享會咧，你可以獲得啲乜嘢咧？其實咧我哋會俾一個咧
價值500蚊美金嘅免費諮詢你㗎。咁大家要知道啦，意識重塑咧其實係一個1年制嘅計劃嚟㗎。咁如果你想話哦，我其實個情況可唔可以有一啲嘅諮詢去了解多啲咧？跟住睇下啲咩計劃幫到我咧，係絕對可以㗎。咁大家要記住咧，就係我其實有揸飛機㗎，學揸飛機咧係需要1000個小時先至考取到駕駛執照。同樣，如果你嘅命運嘅唔中意嘅 pattern 已經重複咗以年計嘅時間咧，你同樣係需要一啲嘅時間。我喺呢度咧係支持你踏上呢個非凡之旅㗎。所以如果咧你話我想免費諮詢就住我嘅情況咧，去有一啲嘅顧問咧，可以俾啲幫助嘅 tips 我嘅，歡迎大家咧可以去 WhatsApp 我哋意識重塑團隊，就係+852啦，香港區嘅電話號碼啦。93415582，你留言諮詢咁就得㗎啦。咁咧好開心喺呢度咧見到大家，亦都期待咧可以喺我哋計劃度見到你㗎。好，大家咧可以留言諮詢啊，去返我哋呢一個 WhatsApp 號碼。好，嚟到呢度咧，而家想問下大家有冇特別嘅問題想問咧？大家咧可以咧係去問問題㗎。如果有問題嘅話，可以打個3字出嚟，咁啊大家可以開咪問㗎。其他咧參加緊嘅朋友或者你睇緊重播嘅朋友咧，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可以攞我哋呢個免費諮詢㗎，可以 WhatsApp 我哋意識重塑團隊留言諮詢，我哋可以同你做翻一個價值500蚊美金嘅免費呢刻嚇，因為你參加呢個分享會咧，我哋咧免費俾你一個1對1嘅免費諮詢。好，邊個有問題嘅話，可以打個3字俾我睇啊！有冇人有問題？有問題可以打個3字俾我睇㗎。好，咁喺呢度咧，多謝大家嘅參與嚇，期待咧可以喺不久嘅將來咧見到大家。而我哋咧喺2026年嘅3月28號星期六2點半至4點半咧，喺中環區咧會有一個嘅盛典，就係咧香港區第2屆意識重塑量子飛躍突破 Party 㗎。咁呢個咧係一個線下聚會嚟嘅。咁啊，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歡迎你參加，因為呢一個咧都係一個體驗式嘅活動啦，係幫助你更深咁激活你嘅無限潛能，讓你快速夢想成真嘅。咁我哋好多嘅上年有參加過嘅學員咧，再一次報名，因為每一次咧，當佢經歷呢個線下聚會咧，都會感受到自己嘅能量提升啦，更加嘅有動力啦，同埋可以解鎖咧更多可能過往累積咗嘅負能量，以致自己咧可以有更新嘅一個嘅體驗啦，鎖定你嘅新身份咧，讓你喺2026年大爆發㗎。邊個想2026年大爆發嘅，打個222俾我睇好嘛？222。係啦，打個222，咁你大家可以咧去參加㗎。咁如果你話我想知道詳情喎，就係3月28號呢一個嘅聚會嘅話咧，咁你可以咧去到我嘅 IG 啦。係啊，IG 最上嘅 bio 嗰度咧有一個連結㗎，你可以撳入去就報名參加啦，或者去到 YouTube 嘅説明欄咧都會有一個連結嘅。但係你話啊，我可唔可以快速咁喺 WhatsApp 問個顧問攞連結啊？都得㗎嚇。咁我哋嘅 WhatsApp 咧就係+852啦，香港區嘅 WhatsApp 號碼啦，93415582，93415582。咁你可以 click 入去話諮詢咁啦，加埋328，咁我哋咧可以將嗰一個嘅聚會嘅連結咧係發俾你㗎。好，咁大家如果冇問題咧，我好開心今晚咧同大家咧分享，期待咧我哋喺計劃裡面見到你㗎。咁我哋遲啲再見啦。